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讲到世态，伊煞经常看待，都讲点来要三当叫我阻碍，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脾志绝比之情感淡的，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美托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讲到世态，伊煞经常看待，都讲点来要三当叫我阻碍，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脾志绝比之情感淡的，看
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叶梦月路相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的梦醒。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心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煞去唱看台，都讲ပြန်來無三通叫我苦愛，千百二叫我就是獨一無二啊！我就是你愛的阿芙羅黛蒂，我就是你愛的阿芙羅黛蒂。天空降災，寶寶紅花，心天之泉你是情感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夜，叫我的半生半世，風吹無人陪。香味將你聽入心，加添你生的氣味，以後咱兩人袂擱再斗陣。過了剛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幾道山頂市場，大大腿部幸福快樂。準備拖順風。若是會當聽你的笑聲，我甘願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經，已經過千萬年，夜頭才看見。兄弟呀，大家公安，大家好吼！哎，我怎么觉得今天好像又变冷了吗？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还是我还没唱歌，还没跟你们相爱相杀。我每次开台都会满身大汗，给我点满身大汗的节奏，谢谢。大家好，我是个人视频剧本迪开屯，就给列熊台的迄个美剧本啦吼。大家午安，不好意思久等了，大家久等了。大黑我妈大声大西马西的，他都就无用诶，唔知你无用声回哦，这样。我刚没用哎，没用啊！突然很多事情就是挤在那个今天早上哦，其实早上就有很多事情要联络了，对啊，然后刚好就是反正888的又一堆事情，然后刚刚突然连续涌上，我想说再给我半小时，我们2点再开台，谢谢大家。是又变冷了，对不对？又满身大汗吗？对，我等一下需要一个满身大汗的节奏，谢谢。你们帮我听一下我的 BGM， 还有我的声音。当てるのかしら？ balance がいいのかしら？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朱迪卡频道。天气变冷了是吗？天气变冷了的话，那我觉得呢，现在这个时节啊，等一下我要找一下东西。像这个时节呢，非常适合这个东西，没有错啊。我们的屌币募资商品，我们的肉味毛毯绝无仅有，只有我们募资限定，相信
当初有投递这一组套组的朋友，哪一组我自己也忘记了。总之你们应该有收到了。最近冷冷的天气，欢迎让自己成为肉味肉卷，也欢迎拍照给猪猪分享。我觉得我们的肉味肉卷真的这个毛毯当初决定要做它，我只能说真的是最完美的一个决定。对，即使它真的是太过生鲜，它真的是太过于强烈，但至今它依旧是我非常期待套在身上的其中一个商品。对，本频道一直以来坚守着本土文化推广，以及我们台湾健康猪要向国际，我们台湾猪很棒的，我们台湾猪扬名，对不起，我们台湾猪扬名国际的。我们这么厉害的台湾猪，一定就是要把它非常赤裸裸的做出来，把它印在我们肉纹毛毯上面，好不好？对，它真的很温暖的，而且够大，它好大哦！我没想到有办法这么大，我好开心哦。对，总之收到这次肉味毛毯的大家，我真的觉得赚到了，好不好？好冷哦，我来盖一下，我觉得可以来盖一下。鼻圈偏大，好，等我一下，谢谢塔瓦，感谢我们专情的塔瓦替我们聆听。好，我现在把它变小，变得很小，好不好？感谢大家，我们先一一打招呼。对，回归开台之后，猪猪尽可能的就是能够开就开，即使1个小时也爽，好不好？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啊，忙归忙，但是尽可能的还是抽空陪伴大家哦。首先，塔娃娃伊拉塞 ，Andy 先生伊拉塞，菜菜伊拉塞，然后这福利小福利，你有看到你被呛了吗？对，右下角，你有看你被呛了吗？再说我碰啊，你才碰，你全家都碰，你才碰，你全家都碰，反正你可能没听到，你才碰，你全家都碰。谢谢大家我们下一位是薄荷，对，我们收到我们就是这个福利熊赐福4个月的薄荷伊拉塞，画风突变。九可伊拉塞，白银伊拉塞，然后龙飞先生伊拉塞，晴天先生伊拉塞，然后高鲁哈桑伊拉塞，然后丁小你的那个就是抽奖的，我差点要讲说抽奖点心，不是点心，对不起，一直在想吃的。我刚才吃完一个大香蕉，对，你抽奖的奖品已经寄出了，丁小就是伊藤先生已经这2天帮你们寄出了，帮我们就是注意一下，就这2天有没有邮件的那个可能简讯或者是邮差先生打电话给您，记得要接一下，好不好？也谢谢你们支持猪猪非常非常本土的去年的超大计划募资计划，对，就是去年真的好紧张哦，对，结果最后就是冲破100万瞬间，真的到现在还想起来真的想飙泪了。谢谢你们，因为就是要刺激一下那个大家投递的那个数量，所以去年达宝老师有加码，就是办抽奖活动嘛，然后也谢谢参与的各位，以及恭喜中奖的各位。这2天不管是丁雄还是中奖的 Chawa， 要记得 Chawa 你运气怎么这么好？对，谢谢你们，感谢你们的支持记得就注意一下邮件我们他把它收2次，要收就是募资品回馈跟那个中奖回馈这样。然后长球先生，今天很开心看到你这不是我们追生大哥吗？追生大哥也来。然后宇宙大小好嘞，是又变冷了吼，谢谢你们今天过来。吴清老师你还好吗？吴清老师你花钱上面逮鸡咯？你是帮那个谁又扛了他的病痛是这样吧？幽灵已拉下来，然后无名先生也拉下来，然后柳树先生也拉下来，拿来煮火锅。很像这2样都没有不行，但一旦煮下去，好像也不太能吃哦。午安，财鼠伊拉塞，开都开，是米叶伊拉塞，欢迎大家我们这个是岁末年终，看到你们真好。我们又办尾牙了，米叶，一转眼又1年了哈。我们今年一样是168一抽啦，然后感谢您各位已经先跟上的，我们现在已经迎来了75抽谢谢大家。待会顺便为各位演唱我们75C谢谢。这么刚好，我们现在来到75抽对，然后很像啦。maybe 啦，有机会我们福利熊或者是其他大佬们就要帮猪猪冲个可能至少有214保底214抽。为什么？因为就朱蒂卡昨天就是兴头一来又立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旗这个旗就怎么会莫名其妙可能要被拔掉了。总之
我们这次的抽奖呢，攸关这个朱蒂卡今年度是不是要迫害自己，吃那个什么葡萄干三色豆凤梨蛋糕啊？这个啊，如果一旦我们一旦达标214抽啊，你各位最喜欢的情人节啊，不见得你各位最喜欢啦哦。总之就是许多情人啊夫妻最喜欢的214情人节啊，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指标啊，有到达214抽啊，代表这个朱蒂卡今年呢5月30日生日季啊，可能要做个什么天杀的什么三色豆蛋糕啊，配上那个什么天杀的那个什么不能吃的葡萄干啊，再配上一个什么罐头凤梨啊，好可怕啊！如果有过214抽，谢谢大家。对，在年初赠送我这么棒的一颗生日蛋糕，谢谢大家。对，但是我们也得要过对不起，不是214抽，知道吗？加油好吗？绝非挑衅，对，我只是觉得我像75应该还蛮稳的。对，被赐福4个月薄荷吗？对，真的是赐福4个月。然后这也是生意拉下来，这大概不太好笑。对，我们可能要切分批切片，对不对？恐慌症发作，我昨天的绕口令台之后，我觉得我安真的已经坏掉了。恐慌症发作是怎么？恐慌症发作不能好好讲话吗？朱蒂卡，安怎么了？恐慌症，恐慌症发作，感觉好辛苦了。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就是跟朋友讲一讲就没事这种东西其实说来就来的哦，辛苦你了。好，吴谦老师，对，就很多面线朋友可以帮忙，对，或者是你在 DC 就可能吐苦水，或者是想要做法施法，都欢迎啦。我们 DC 其实真的是颇自由的，呼吸不顺来心悸啊，撑过去就好了。呼吸不顺心悸，这个感觉很像是你对某个面线心动了。我觉得与其恐慌，你是不是心动了？好，吴谦老师，对不起。我这样子，你一定很后悔当初见到我没有就是做法被我做掉，对不对？早知道做法把这个朱蒂卡做掉，这样子。好吧，好好休息，辛苦你了，好不好？就到时候一定会达成吗？哎呦 ，Andy 先生，不管会不会达成啊，我们168抽啦，很划算的，168买个梦想，对不对？我们这次的奖品也不错啊，168买个梦想，你觉得如何哦？雪环妹说文有2种这样子嘛，对，你就等一下，发熊很忙的，1秒钟10万上下，对，而且我已经找到了好多踊跃参加的 B 朋朋，我还不敢全部问哦，因为一旦全部问出去的话，一发不可收拾，可能大概每个人只有大概2-3次的机会而已，我还一个一个的问，你知道吗？对，因为就可能毕竟也经营4年了啦，然后其实就是也很谢谢愿意就是照顾猪猪的这些朋友呢，虽然说很多都是时差好朋友，对，但是其实我们也蛮常在 DC 私聊之类的，这些 B 朋友们真的大家在这条路都互相照顾当我就是问起了这个抽奖活动你愿不愿意上这个转盘上了转盘有个风险除了可能抽中一些比较普通的奖品之外可能就是在压轴的时候你有可能抽中这个本频道尊爵不凡赐福的这个赐福的一个迫害回馈这请问你要参加吗？的下一秒猪猪我要参加有参加有芋头吗？我要吃那个谁要是我中了我要给那个 emo 跟粉圆吃对，这个绝对是凯文对然后我们艳遇姐妹居然 OK 猪猪我参加，我说是芋头你也可以吗？他就说可以我可以，我说不愧是我的艳遇姐妹，好谢谢，马上整理名单诸如此类的我真的是一个一个去私讯我不敢广发，因为一旦广发出去，真的大家那个名额可能没有办法一次，真的一次名额可能就只剩下两三个，对，等下感谢福利熊赐福这至于就是这个名单，我这边已经好好的帮您找了好几个了那至于就是最后就是大家总赞的名额到底会几个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还需要许多名额，这边是随时可以再增加对，我们先感谢我们这个福利熊以及你各位尊爵不凡已经参与我们这次尾牙抽奖的你各位，我们已经抽到75抽了，好不好？对，然后也有让我发出过。脖子这边的呼吸超困难，一直喘，几乎然后真的假的？天哪！塔瓦，那你现在还会有吗？塔瓦，你还好吗？所以塔瓦可以了解就是吴谦老师的这个状况。
跟猪联动的时候，的确很不喜欢这互相，对，没有错，对对，就是虽然说我好，我等下再跟你们聊这件事情。其实这次尾牙可以玩这样子的一个迫害抽奖，我自己是前所未有的觉得感动跟快乐，好快乐！我都在跟你们分享，对。然后还要就祸害其他 B 朋朋吗？哎呀，还有好多位了，怎么办？可恶，好想一一迫害啊！真是的。最后对，不是我们还没有到214，对，而且我们其实紧张、刺激，会不会有一些大佬是临时要在礼拜5加码的哦？这个要刺激了哦！我来吃那颗蛋糕嘛啊！我跟你讲，我已经想好那颗蛋糕怎么做了。既然你们敢直接投递214抽，我们就是直接满了，我管你之后是什么21、216、217，或者是8888哦，有这么多应该也没办法啦，对，就是整个就是总容量只有办法到1000啦，吼，对，不管你们投大概好啦，真的投到500-600也好，哼，只要有满214，老娘就做，做的越惊悚越好，做的就是我可能边做边尖叫。好不好？对，反正我旗都插在那边了，偷跑的都算哦。所以现在感谢已经有投递的，我看看哦。我们一一先感谢一下哦，被迫害的我们爱梦酱，被迫害的我们的大小姐，被迫害的我们的诺妹妹，以及5000老师哦，自发性被迫害哦，谢谢5000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以及我们昨天加码的大姐哦，我们小天哦，以及三哥直接也是10发，好不好？感谢三哥。我们柚子我们柚子也要被迫害，感谢被迫害。我们长官直接10发，只是他那个长官这个表单很皮哦。以及我们福利熊自己也10张，好不好？谢谢。目前呢，感谢您各位的支持，我们目前是75发，要说发应该很奇怪，还是75抽？好，对，75抽 ，OK， 这样。然后这个名单这几天也是可以耶。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帮福利熊填，因为填名单这种事情，我觉得我可能我自己忙不过来的话，可能也是跟水灵宝贝各半啦，就可能就是我们再帮您贴上去。只是福利熊那边如果有问到其他 B 鹏鹏的名单，也可以私讯过来给我，没有关系。对，就是你们有问到的，或者是特别想要疼爱的某一些推也没有关系，你就直接私讯过来，我再帮你们填上去，我再斟酌填上去这样。我看到还想说猪怎么一个这么小的鸡，我应该力大一点是不是？太小了是吗？我觉得好了，对于发年终的你们而言，好像真的太小了。再来看 DC 的讯息吗？好，明夜请看，好啦，对于发年终的你们而言，好像真的太小了哦。然后新秀也拉塞这不是我们伊姆兰牛妈吗？我们感谢牛妈这次替我们设计了非常台的东西。对，牛妈，她又只收我50块耶，你各位大佬。所以我这次直接跟牛妈要账号，我这2天快来乱丢一些委托费哦。然后桌子伊拉萨新年快乐，我们即将要办尾牙了吼，桌子一样是16发1抽吼，有兴趣的话欢迎互相迫害真的又1年了哈，桌子对，差139吗？差139这么胸有成竹是不是哈？我们像75抽而已啦哈，我们像214抽还有点距离了，我现在还是觉得我很稳啦哈。新朋友大家，请问你们要参加168抽的株式会社年度尾牙吗？就在礼拜5举行哦。那么表单3枪填完是的，就不管是3枪或者是绿界，其实都可以。对，就是说到这个，我还没有开那个3枪的那个音效，只要你们方便就好。因为当天也是有非常多尊爵不凡的熟男们在忙工作，或者是忙会议，或者是忙其他事情，或者订完展，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正常。那本频道因为基本上都在中午下午开台，所以那个时间你们还在社畜，还在忙，还在教训员工，还在开会之类的。对，所以我们这边都是开放，就是可能前2天就可以填单的这个状况，好不好？对，如果想要参加，但是担心当天没空第一台，当天没空投递，可以先投递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有75抽投递了，好，谢谢您各位尊爵不凡熟男们、老板们、主管们，好不好？以及社畜们，来为印出等一下。ちょっとミクの逆だよね。こんにちは、初見ですか？初見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ようこそティカのチャンネル。はじめまして。ちょっとミクちゃんの逆？これ面白い。まあとりあえず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他那个
来位音出好有趣哦。香油不是牛妈，牛妈，你是已经神格化了吗？香油钱至少也要100块哦。牛妈不要这样，然后就可以去填表单了，对的哦，没有错。对，晚上我真的哦，就派。啪啪九，你没看到你右下角被我呛了吗？什么超级胖，什么超级胖，然后。我只能说，我们这个三枪非常人性化。我们这个三枪人性化到哈，他自己会帮你呛回去，你知道吗？你才砰，你全家都砰！哦，三枪 GJ 啊，三枪真的是我友军哦。韩红金茂桑伊拉塞，无名先生。好，总之就是你们想要当天在一起厮杀的，或者是当天可能没空，但是想先投递的也是可以，好不好？刚刚看成嘛，高流限定，哪有超砰？为什么你们会看成超砰？为什么？哎，なんで？为什么会看到超砰啊？哪里超砰？我看一下啊！等一下，我的下载区怎么又多了这么多啊？糟糕，我的下载区怎么又多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好，为什么会超砰啊？我看一下哪里砰？超大好不好？就跟我神官帽一样大。对，神官帽很大，没错，神官帽。对，等一下，等一下，对不起，好，等一下，好，我追不到聊天室，然后明天再丢也没有关系，对，或者是你们当天想直接当天见真章，当天厮杀也可以，毕竟我们在抽奖之前都会有一些娱性节目，你们知道的，好不好？对，猪都没你这么忙，等一下，忙成猪吗？哦，谢谢大家都忙成猪了，水灵辛苦了，水灵啊，我想到水灵，我都一直又忘记把那个牛奶泼辣油的那个经典影片丢给他。水灵等我真的猪都没我忙，完蛋。然后乡下只有50元以上，所以牛妈南投区那边只要香油钱50元，是不是？我们小欧经理拉塞，欢迎我们小欧经理莅临本频道哦。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胡米桑伊拉塞。然后哈基梅巴西德搜索，然后抖内的名字跟那个表单名字对上应该就可以了吧？对，抖内的名字跟表单，基本上你们主要是表单啦，就是表单，不要填那个迪卡脑公或者是摩西脑公的脑公啊，这个完全不知道谁哈，这个直接就是ban掉，或者说直接那个删除，这个根本不知道是谁。请好好的对待你们的昵称，我看得懂的昵称啊。子给高骚伊拉塞。好，更新表单嘛，感谢我们迷夜啊，感谢迷夜，好不好？2026年哈，我们依旧是非常非常的车手迷夜啊。什么叫非常非常的车手？什么脑补的剖？好，桌子，你要相信你妈妈2026年应该有机会精明干练一点了，好不好？我们就从这个方向前进啊。我超澎华书店，最好是很多人要抢。忙到忘了跟我说吗？没关系，因为大家真的都太忙了，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你知道吗？对，可刚刚那不就是薄荷吗？莫西的老公的老公吗？也是哦，对，只有他娃看得懂啊！谢谢桌子，我们桌子10抽吹落去咯！来，我们现在快点把3枪开起来，咱桌子吹落去哦！有够友好，妈妈安尼讲，伊就吹落去啦！这红包随来呢，1680吼。我们这样玩到友好，来，咱3枪登录一下，这样，很像现在就要办尾牙这样子。好，对不起，我先把工地秀的那个口气收起来，对不起，等我一下，我登录一下3枪啊，你各位尊爵不凡的手男们，等我一下啊。好，我这样玩到就友好哈，等我一下。この配信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金蒙干练，谢谢，不是安迪先生，我鸡皮盖裂啊！你一定是你打错字了，你把那个草字头去掉，我鸡皮盖裂的，你们哪一只眼睛看到我鸡毛盖裂？等一下哦，谢谢你们，过裂个，好，大家的懂内，我先是放这边，好，谢谢你们。对，感谢已经跟进的你们哈，已经跟上的大家，然后还没跟上，其实也不用急，因为我们主要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在礼拜五，好，所以礼拜五你想随时跟上都来得及哈。来，我们看一下，快点把那个通知打开，通知嘞，我们3项通知也把它打开，然后刚刚是绿界通知哈。
哦，有了，钱掉了。感谢宋鑫或斗内给迪卡屯足迹了168元。好的，没有问金题。蒙干练，好，我吃皮干练，谢谢。然后 OK， 我从小到大头像的前面高过50吗？啊、100还太多了是吗？牛妈，好啦，谢谢牛妈的协助，快点跟牛妈要个账号，这样她就是绿界才不用被抽哦。谢谢牛妈的照顾，谢谢。我们很台的那个图之后，哦，真的是很台，对，头皮发麻的台，不愧是牛妈，谢谢牛妈。今天安全驾驶吗？哦，对，我们今天米夜没空开车哦，对我们不是不开，一开啊，让人家受不了，你知道吗？家属有友好了，哇，阮囝就友好诶，你看，哦，那猪妈妈吼，就讲要有买诶，要参加无？阮囝随哦，那1680吹落去有无？哦，够友好安尼。好，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礼拜五，好，抬到不行的尾牙，好不好？哦，水果大哥伊拉帅，新年快感谢乐！斗内给迪卡屯足迹了840元。哦，行情马上。包 money back my home 来个5抽。 Home money back my home 啊，谢谢，是什么意思？谢谢行情马上来个5抽。我为什么会想到 Home money back my home？ 我为什么会想到 Home money back my home？ 等一下，是这个谐音梗吗？然后也感谢新破的1抽，谢谢，祝你1抽入魂。哎，是这样讲吗？然后小谷大哥一，谢谢你来到猪猪频道，然后也感谢2025年的照顾哦。我们礼拜五即将要展开我们株式会社1年1度尾牙，然后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哦。然后想要先行参加的没有问题，请欢迎就是现在即刻都可以168一抽，对。然后如果说你想礼拜五直接现场玩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因为本频道有非常多尊爵不凡的大佬们、公司老板们、主管们，可能当天是非常忙碌的状况下没有办法参加，甚至是第一台，对，所以我们这边一向都是开放，可以大家先行抖内填单，然后记得抖完之后请一定要填单。因为猪猪是用那个表单的 Excel 档，然后直接复制贴上我们尊爵不凡的抽奖转盘。我们尊爵不凡的抽奖转盘可以容纳1000个名额，好不好？1000个，我真的觉得到300个有点太过了，不可能这次有到1000个的机会，我觉得啦，应该是有点太夸张。对，总之呢，而且这次的转盘我直接把它用成我们丢逼台语专辑的转盘，我给你们看一下啊。等一下哦，我应该是有丢在 DC， 我真的觉得它好像 CD 哦，对，我现在在 DC 复制了这个很像 CD 的这个转盘，好不好？我现在在 DC 复制这个。你在讲什么？不是，汤瓦，你那个怎么回事？汤瓦，你这是调皮吗？这怎么回事？好，我刚在 DC 复制了刚刚我分享给大家这个很像我们专辑 CD 的转盘啊，好饶舌哦，救命！对，我们这次礼拜五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很像 CD 的转盘为各位抽出各个奖项啊。然后这个各个奖项，您有中奖的话哦，马上有双倍幸福。为什么呢？我们三哥也替各位加嘛，我们朱迪卡、金蒙干练芦笋汁。只要有中奖的，你们的中奖包裹里面都会再放一罐我们的金金芦笋汁。至于那个金金为什么生潮，不要问我，很可怕，不要问，很可怕。我收到的时候它是生潮了哦。感谢三哥为各位加码，谢谢你们大家都非常踊跃参与本频道株式会社年度尾牙哦，真的非常感谢哈，真的谢谢大家哦。对，我们的最下聊天室哦，等一下，各狼走呀，各狼搭。牛妈那个年代感我都不敢讲，说魔王你赢了，我们牛妈直接帮我讲出来了，哇，我这个年代感，对，小女子都不敢提，我们牛妈帮我提了哦，谢谢牛妈。我有像贝马这么正就好了哈，但是我觉得应该还算
应该算得上是还蛮正的猪了。我想在猪肉区里面，应该算是蛮正的猪肉公主了哈。没想到因为让猪猪当亲，不是啊，后妈咪妹咪后不是吧？好鸡巴杀，各人走呀各人搭，还差多少抽啊？要看收填单的大家，我看一下哈。目前这边是82抽，谢谢大家，我们已经迎来了82抽了。对，我们迎来82抽，我应该还是算稳吧？喂，什么？你大概懂什么东西啦，涛啊 ？CD 什么 CD 的转盘意味什么？我们这个 CD 转盘是只有这个5004岁。然后今年要升格为5005岁的这个朱迪卡的同温层哦，然后邵明来下什么什么波波芦笋汁，等一下，波波芦笋汁，不错三哥，你下次要不要做波波芦笋汁？波波芦笋汁很可爱我们这次我们再给予就是我们精进芦笋汁一些与众不同的机会，我们这次是精进芦笋汁，搞不好下次就有机会是不一样的图，不一样，可能好新一装的朱迪卡印在上面之外，然后变成蓬蓬芦笋汁，不错蓬蓬芦笋汁感觉好可爱哦，天哪！好，蓬蓬芦笋汁没有问题，应该是什么？像应该就是当天丢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这几天可以收集一下你各位想要迫害或者想疼爱的推，对，然后丢给他送暖一下。耶伊拉下来，谢谢你们各位。对，然后刚刚那个语速真是有够快的，对，快到我措手不及哦。好啦，谢谢你们。然后我刚刚有说想要跟你们分享，就是广邀 V 鹏鹏这件事情啦。吼，你们应该有发现，就是我经营频道4年多，我很少邀请那种就是很多人的合唱，或者很多人来，就是可能什么接力歌回呀，可能就是什么秃太说秃带不是什么之类的，对，就是基本上因为我平常真的是太忙，对，因为太忙的状况下，不是不能邀，就是你邀出去的话，会知道说他们基本上真的都很照顾猪猪，他们一定是愿意来，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这些小细节没做好的状况下，我就会不敢邀，因为你一旦邀了，你必须要什么非常明确的企划书寄出去之后，然后可能当我们已经成立了，好，我们就说好100人歌回，或者说100人合唱什么生日季好了，那100个名额可能有一些表单又要做，那个表单里面涵盖着大家的例会、联络方式、DC， 还有他们的时段，他们出现的时段。合唱的歌曲分词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没办法弄不出来啦，就是这个东西一个小细节出差错，我都觉得我很失礼。对，三哥被夹住，三哥，谢谢你加码的芦笋汁，我们三哥居然下次要做泡泡芦笋汁了谢谢啊，谢谢。我觉得这次的这个金金生炒芦笋汁，我真的觉得很棒了，很棒了，不要再破费，好不好？谢谢三哥，一次也是来个10抽哦。对，然后。对啊，就是因为很多小细节，我都很担心说有哪个地方做不好，就会觉得很失礼。而且通常就是可能广邀这些 V 鹏鹏的这个状况下，我要 handle 住的东西，例如说有些封面也是必须要提供给他们，这样才不会失礼。对啊，所以就是在我可能私生活是过度怎么讲？强度比较高的状况下，就是说忙碌的强度其实是比配信还要高的状况下，这些事情完全是没时间去进行的。对，所以就变成说，即使4周年了什么的，我就很少会有这一类的一个很多广邀 V 鹏鹏来的这些企划，对啊，所以就是刚刚好，就是这2天面线有要在玩，就是让猪猪拔旗，然后我们就在烦恼说我这颗蛋糕要怎么吃嘛。然后就昨天有在纠结说，到底是转盘数有到，还是说数字到就好。然后我就念头一闪，我就心里想说，好啊，不然来玩转盘好了，看有多少人愿意来。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要不然我去问一下，就是其实就是常常就是有在 DC 联系的这些 V 鹏鹏好了。然后因为这个状况比较临时，所以我就也没有特别去写什么企划书，因为真的太赶，所以我就是真的交情真的不错的，我就直接丢了。你要不要来抽奖？
要抽奖哦，抽奖里面可能有芋头啊，可能有那个奇怪料理哦，要哦，好哦，真的就是很随性的这样子邀，对，然后也可能因为毕竟经营是4年多了啦，对，所以其实这些 V 朋朋我就直接真的是很随性的发讯息过去就可以了。啊，武清老师你也加码了吗？凑个5抽啊！我们武谦老师一共来到了8抽，我们感谢武谦老师加码再加码，好不好？好，刚温刚下周的哈，我们感谢你各位集结你各位的力量。好，我们即将我看一下，我们像几抽？可能那个表单目前停在82抽，我还觉得我很稳，好不好？对，我们现在表单停在82抽，我们离那个214还很远，好不好？对，非常的稳，好吗？对，刷一个存在感吗？命又上一拉塞，然后。不是因为时差的关系吗？对，真生大哥，时差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那时差我又见红就休，所以很多因素变成说我反而不太好意思去邀请这一类的一个比较多人联动的活动。对，但是我很开心，这一次其实是昨天我们临时决定，就是我们抽奖。至少要满214抽，我就会要吃很惊悚的什么葡萄干、3色豆蛋糕之类的嘛，送给我自己，然后作为生日季的蛋糕，然后跟大家开吃播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啊，不然就是要玩，大家来玩啊，我就去邀了，就是。其实我们私底下还蛮常聊天的这几个 V 碰碰，然后我现在已经有渐渐把名单都成立起来了，然后我还不敢一次发出去，我真的是一个一个问，因为一次发出去其实对那个名额很快就占满了，你知道吗？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另一种形式的广邀他们来参加企划，感觉也不错，就是已经省略掉了很多比较书面上的一些反腐。的一些过程，对，因为交情也够了，所以也不需要就是大家可能战战兢兢的去评估说啊，我适不适合参加这个联动啊，或者什么的，因为就是经营4年的交情也够了啦，所以就直接说，要不要参加？哦，破坏料理哦，大佬加码哦，你不用出席啊，没有，等等，转盘上面有你名字就好了，哦，来好 ，OK， 就真的很随性，然后大家说，哦，好哦，参加，我要之类的，所以礼拜5，我现在不跟你们讲说有谁，礼拜5你们就知道有谁愿意过来被迫害了，而且真的是很快的哦，我们昨天才决定，我今天早上才发邀请，我们现在已经名额要凑满了。对，我现在在思考说，我们是不是就是可能有一些就真的是5个，比如变成5个才会更多的 V 朋朋可以参加了。我在想，对，但是没关系，对我们现在还很稳，我们现在还没到214吼。然后那个字，你一个眼花把下面都看成，谢谢他吧。多亏了你的眼皮，我们成就了我们可能下一批可以做砰砰芦笋子啊。然后因为你们时差太严重了啊，早上是很专情的吗？没有关系，你们在我开台的时间专情，我就很开心了哦，谢谢。砰砰芦笋子，可能会变得很聪明，安迪先生，可能会变聪明。对，深夜凌晨是常态啦，所以很多真的。基于很多考量，我这个朝9晚5时差实在是太过边缘的朱迪卡，就真的都一直没有就是所谓广邀，就是什么合唱歌会这类的东西。对啊，其实也有 B 朋朋在问啊，就说猪猪你常开歌会啊，而且就是可能他们也是会有想要来玩的什么之类的，但是我都说可是我只能开中午之类的。对，然后我就会一直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很担心哪一个细节没做好，所以我都一直不敢邀啊。这一次就是很意外的变成说，好，不然就是反正他们不用出席，然后他们居然对于我们的高阶会员回馈非常有兴趣，每个都有兴趣，好神奇哦！偷偷透露，我们的艳遇姐妹居然非常有兴趣。对，反正就是诸如此类，就连我们的敬爱的艳遇姐妹，居然就是也一句话说来就来。好，谢谢，太挺了，好不好？对，我知道配合那个尾牙的转盘吗？这样力气很不错吗？所以我这个棋真是立的插的太浅了是吗？太好拔了是不是？精明干练啦，直接锁定182就好，反正也什么182。啊，什么182？对，就是其实就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
对，然后而且被邀请了，搞不好有时间的话会稍微过来看看。我有跟他们讲说，你们就是就不麻烦你们出席，因为那个时间搞不好还在睡觉，或者是说就可能要忙其他开台的事项。然后但是你们想要过来看一下看热闹也是可以的，对，就大家方便就好这样。所以不想参加的妹妹就好奇谁会来。那个不想参加的诺诺妹妹是一定会在转盘上的，她已经在转盘上了，对。然后其他我现在能透露就是我们艳遇姐妹就一口答应，哇靠，超挺。其他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还有谁啊？变聪明了圈有为什么不是王聪明？为什么是林聪明的砂锅鱼头？大头逼鹏鹏一路睡到，对啊，对，所以我觉得我今年的尾牙。还可以玩到这样的一个形式，不错哎。其实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头脑真的蛮简单的，我昨天也是想说好啊，反正金额有到就好了。然后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大佬直接可能投到那个金额，一切就结束了嘛，就这个蛋糕也生出来了，对啊。不过又觉得说，既然都已经要尾牙，然后转盘上面有一些迫害的一些料理，感觉玩起来蛮刺激的，对，我就开始想说好，不然我就邀请一些就是之前一直有在思考说想要一起玩一起唱歌，或者他们其实有想来，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计划的这些 B 朋友快点一一发讯息，每个都一口答应，好爽哦好爽。对啊，小吴先生他愿意来吗？好，小吴先生好，我问看看。虽然说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让他在今天就看到讯息，因为我有在邀请的那个文字下面打说对不起，因为时间很赶，我们今天可能就需要获得您的回复，方便来的话请今天回复我哦，谢谢之类的这样子。对，但是有最后的加码的部分吗？你是说就是我们最后加码，如果那个谁没抽中，你们就是想要就是3000再把那个迫害商品累加上去吗？怎么可能没有？你们想迫害那个人就是不到血流成河，我当然是让你们加上去啊，好不好？我就看今年度大概会血流成河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乐见其成，好吗？尾牙真的好好玩咯，所以就是你们真的是杀红的眼，就是那个人没有中，你不甘心，然后想要累加我们迫害卖场上去抽奖也是可以的，对，这个是最刺激的一个部分，我们绝对还是会开放给各位，好不好？爽啦！请各位尽情的享受今年度株式会社年度尾牙，谢谢谢谢。我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交代清楚的吗？你各位真绝不凡的大佬们，很棒，吃瓜吃起来。我当天也是应该是那个最吃瓜的猪小妹，对好开心哦对，我成为最吃瓜的那个朱蒂卡吧，没有错，最吃瓜的那个。像知道那个人是谁吗？谁什么东西？你说就是我有邀请的 V 鹏鹏吗？我觉得当天在转盘上面我会再跟你们一一介绍哦在转盘上面我再跟你们一一介绍。然后至于就是我们抽奖以前我们会有一些小节目啊，然后请静待朱蒂卡为你们安排哈。对，就是我想一下总结一些今年度的一些可以玩的梗，我再看一下要怎么把这些台的东西集结到我们的尾牙哦。谢谢大家，对，谢谢，对，就是今年度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邀请，就是一直想要好好感谢的这些 V 棒朋友，用这样的形式不错哎，然后又不用就是大家就是也不用劳神费心了，就是有空就过来看有没有抽到啊！如果真的抽到了，然后他们刚好也在线上，然后就看他们要不要捐出来，对，就是这样子。但是迫害料理没办法捐哦。对，抽转次数吗？182，也就是说我到182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难得，为什么到182就可以了？为什么？好。总之到182，为什么到182就可以了啊？我数学不好，所以总之福利球说到182就可以了，是不是？好哦，那我现在还剩98个，我现在还剩98个嘞，莫急莫慌，好不好？应该没这么快。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对，感谢支持株式会社年度尾牙啊、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希望各位迫害的开心，你想要疼爱的那个朋友，那个 B 鹏鹏都可以好好的中奖哦。然后我们的迫害回馈呢，当然也可以不止一组哦。你如果杀红了也想加码给谁也是没有问题的哈。但那个给谁是没有办法指定啦，可能就是加码之后我们再抽看看，我们会奖落谁家哦。好刺激哦！哦，看一下啊，林雅怡拉塞安安，欢迎来到猪猪频道，谢谢谢谢。对我们这个尾牙的这个部分，大家应该也已经非常非常的了解我们的起承转合了。对，那预知详情，我们可以到朱蒂卡的频道，有去年跟前年的尾牙抽奖活动，可以一看就尽。对，参考一下我们是如何迫害彼此，我们是如何相爱相杀，爱着彼此，老公的哦。然后稳的吗？稳定的，反正现在还没达标。对，反正现在还没达标，就是这样子。问社长自信哪来的吗？我一直都很有自信。没错，我们要做一只有自信的猪。每天早上都觉得我精明干练的这个自信，就是我经营频道的初衷。谢谢，谢谢大家。趴熊，你还没看到就是你被那个随机显示图呛了吗？你才碰，你全家都碰。你没看到你被呛了吗？等一下哦。塞枪的，对。没看到你被呛了吗？就这样呛在这边，你才碰，你全家都碰，是不是？这3枪随机献给你的，对。脑袋打结一下，不知道讲什么。好，我们看一下，米粉我抽到的话呢，会有放弃的机会吗？就比如捐出来的选项，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就轻松一点啊，就是如果他在现场。他要捐出来就给他捐出来，对啊。如果他不在现场，其实就像去年一样，去年也是，因为有些人就没办法来现场嘛。那去年他不在现场，那就只能强迫中奖啊。反正你抽中了，你不在现场，你没有要捐哦，就是你了，大概这样。对，就按照以往，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有人喊3声不在那种，会，对，所以就是这部分的话，这2天我可能再发文一下，但是那个发文搞不好其实也没什么用，我在想，对，所以就按照去年跟前年的惯例啦，就是说，抽中这个阿乐 B 鹏鹏或者是观众如果不在的话，就是保留给他了。如果他在现场，好捐出来，那就捐出来，我们继续转，就这样。对，那如果说啦，他可能不在现场，然后刚好死不死又抽到了什么草空间那个要去搬的那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草空间的这一个可以有特例，就是说一定要在现场，他确定可以去搬。我们再换下一个奖项，这样比较保险。因为草空间这个东西呢，并不是说寄到就有办法，因为它没办法寄。对，所以我想了一下，就是大部分大概都是他有中，那就寄给他。对，然后如果好死不死就是这个草空间的人不在，那我可能就是转为好，还是希望说在的人确定能收，我们再换下一个奖项。所以草空间这个我是觉得可能会转比较久，也没有关系，大概这样。速3声速鱼。速低吧？为什么会有速兔？都答应要参加的话，就跟面线一样的规则吧。对。然后总次数还是20，那你还可以直接锁定。原来已经182，是不是？已经182了，有吗？等一下，我看一下。Oh my god！ 所以已经182，已经182了。Oh my god！ 好，等一下，已经182了，有这么快吗？对，我们的大型立牌在草空间哦，我给你们看一下。不是这个，我们的大型立牌。Tuber 在下个礼拜就要进行了，对，等一下会工商服务2月9号有那个猪猪的那个现场连线活动，对，等一下不是，让我等一下有了，草空间
对我们这个猪猪的大协力牌，我已经是签完了。你们如果抽中的话，真的有办法去草空间搬的，再去哦。如果你觉得没办法搬，你可以捐出来吼，生而为朱蒂卡1年1度的主委，你有捐出来的权利，好不好？没办法搬，快捐出来给有办法过去搬的朋友啊。如果说你刚好很想要这个立牌，那就恭喜你抽中了哦，记得搬回家，就这样子。我精明干练呢，我的亲切呢，旁边还有一个都，旁边还有一个都。增加大家想搬回去的欲望啊、大概是这样啊。但是越早下船呢，也不是坏事啊，因为毕竟你名字留到最后，可能就有机会中奖。我们非常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回馈哦。然后我下个礼拜就要制作我们的芋头塔，非常好吃。但这个芋头塔呢，我们加的是青花椒跟香菜啊、你们可能斟酌服用啊。谢谢降落，伊拉塞，伊拉塞，欢迎你们的降落是塔塔耶，伊拉塞，塔塔，欢迎你的降落，我刚好在宣传我们这次的年度尾牙1681抽，欢迎大家相爱相杀起来，而且我们的年度尾牙，年度尾牙，等一下，为什么我的3箱斗内系统跑到旁边去了？等一下。我的年度尾牙基本上就是保留以往的传统，然后就是会把高阶会员相爱相杀的这个品项放在我们尾牙压轴的抽奖，才会形成一个相爱相杀的局面。欢迎各位野狐们有兴趣的168一抽，最多10抽，或者是你想疼爱你的推，你也可以帮你的推抽。像本频道已经帮他们非常喜爱的推们，我们可爱的爱梦，我们的艾莉奖大小姐，以及我们可爱的妹妹 Luna 奖，已经帮他们10抽了。如果我们野狐们也想好好疼爱你们家的塔塔，也可以帮忙我们家的塔塔，看说有没有机会抽中朱蒂卡尊爵不凡的迫害点心或者是料理啊。而且啊，我们这次准备的奖项，其实大家可以进表单看一下，我这个表单直接置顶给大家哦。这个表单的部分，我们这次准备的这个奖项很棒哦，而且重点是还有猪猪在这个不是奖项，这个是我们这次那个募资商品其中一个毛毯，都是肉肉。我只想跟你们讲说，有参加我们的募资活动获得这些回馈周边的你们真的很有福气，因为现在很冷，好不好？台湾现在很冷，好不好 ？OK。然后草空间的这个大型立牌我已经签名完了。对，然后我们这次的抽奖基本上，只要你有中的话，如果你有在现场，你可以选择捐出来；没在现场的话就强迫中奖咯齁。然后抽到最后，我们的迫害料理是没有办法捐出去的。我们这个迫害料理是你，就是你，知道吗？对，但是草空间的这个大型立牌是例外，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难搬走，所以我希望抽中的人在现场，他确定可以在草空间搬走，我们再换下一个奖项。大概是这样子。耶，伊拉塞，是高知老师伊拉塞，欢迎你们的降落。然后对，我要给大家表单，对不起。表单，顺便把表单置顶一下好了。然后以往的惯例啦，因为基本上猪猪频道的熟男们真的都1秒钟几10万上下，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很忙碌的大老板或者是主管们，所以基本上要在当天参加，可能有些人真的是蛮困难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提前就是要参加抽奖的已经来到了84抽了哦，所以你们也是可以先行把表单填起来。反正有要参加抽奖的，记得你抖内完一定要记得要填表单，我们是以表单为主，好不好？对，低温冷冻保鲜，所以我精密概念。对，总之谢谢塔塔的降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来看一下是聪聪，然后音乐，默默跟台有，然后好桑，然后 Rover， 然后古月。然后新破刚好看到你，新破已经有参加了，上雨兰是我们2斗 Allen， 欧伊萨斯福利，亚历山大伊拉塞达比，然后我看一下还有谁好，应该都有看到了
OK， 我们专情的阿月饼也谢谢阿月饼，就是去年帮猪猪编辑那个株式会社尾牙表单，我们今年依旧沿用我们那个阿月饼的笔记哦。然后好，应该都有打到招呼了，汉迪拉塞，谢谢你们大家对于株式会社的疼爱，好不好？2026年我们尾牙参加起来，168赞助起来保证你们一路发啦。请问你们要用168买一个梦想吗？我们株式会社的表单点下去，你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奖项非凡。非凡到我们的高阶会员料理，这次的迫害料理依旧是秉持着我们既迷幻又有创新的配方。我们这个芋头塔居然里面会有青花椒跟香菜，我只能说谢谢薄荷，谢谢林学长。对，我们这次又要突破我们以往频道上面的原创料理了。对，如果说你有谁想要送暖，你有谁想迫害，请务必参加本次株式会社年度尾牙，谢谢。说你是安迪什么东西？然后那个表单写几抽就要，没有错，我只用最土法炼钢的方式，也就是说，今天你帮你的推抖了10抽，你就是要复制贴上10次。不好意思，我只能用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家的面线其实已经习惯了吼，就看说要帮自己抖10次。然后抖完10次，最多10次嘛。然后有多的钱也想要贡献在这次的尾牙，然后帮另外的自己的好姐妹或者是推再抖个10次，也是会另外再帮自己的推填单，也是可以的。对，反正最多10抽。然后如果有多的话，可能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例如说你抖了13抽好了，但是你只能填10个自己的名额，那另外3个你看要填给谁？你的好兄弟、你的老公的老公，或者你其他的推也是没有问题，对，但是你要填给你其他的推，基本上还是稍微知会一下，对，因为我担心我的原创料理有一些比较迷幻，太过前卫，有些推他们可能抽到之后吓到，对，最好知会一下。投的金额换算成抽数是，谢谢宝贝，对，5抽就5个名，是，对，我是手动复制表单转盘，不好意思，所以要麻烦大家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嘿，是小狐狸拉萨，然后这次没有理，这表单还是这，对，你的零压还在哦，阿月饼，大概是这样子，谢谢你们的支持。感谢高志斗内给 Dika 屯足迹了168元，没有问题，谢谢。冠的尾牙佛系抽奖，感谢高志老师，去年也是佛系一抽，对不对？我有记得去年高志老师也是佛系一抽，今年我们按照惯例也是佛系一抽，祝你中奖，好不好？高志老师，你已经168了 ，OK， 你2026年绝对发，谢谢。可以填猪猪吗？可以呀、我跟你讲，我中了，我也可以捐出去哦。我中了，我也可以捐出去哦。对，我也是猪猪味。对，可是如果我中了那个草空间的那个那个没办法，我还是得捐出去，我没有办法去搬回家。可是如果我中了迫害料理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捐出去。对，就是毕竟我是作者，我还是希望就是可以有一点相爱相杀的这个风格。对，我迫害料理我是有权利捐出去的哦。也就是说，评审、裁判、球员都是我的人，你要怎么跟我斗，对不对？我要猪猪的安安什么东西？什么猪猪的安安？对，好，谢谢大家。对，没有错，你们可以迫害我的，就是唯一的蛋糕，谢谢。谢谢大家。当然啦，我的迫害料理我可以自己收啦，但是我觉得这样就不好玩了，因为我迫害料理，我说真的，我每个月寄出去之前我都已经有吃过了，这样根本就不是迫害，对不对？挑选了歌曲Dika 屯足迹的交机，感谢 Alan 斗内给 Dika 屯足迹了840元啊！谢谢我们 Alan， 感谢，哇，还顺便点播了我们的卡甲，感谢我们梁董的点播，然后5抽840，祝你一路发，2026年绝对发，好不好？谢谢梁董，谢谢，祝福你们都可以把你们想要的奖项带回家，好不好？你说自己的东西自产自销，是给我自己是没差，可是我觉得有点没意义，因为反正我每个月都会帮你们吃了，好像也没差，对，但就是一个娱乐效果啦。朱蒂卡注定可能好，如果中1次我就捐出去嘛，中2次还是我啊，中3次如果真的还是我，好就算了，就是我好不好？就我，就我，这真的没办法。然后对。你是打人还是地球？没有错，心眼梗出来了。有那些料理，猪猪自己有吃过吗？当然啦，安迪先生，我跟你说，
我每次寄出去之前，我一定自己会试吃，因为我会多做1-2份给我自己。我要知道说我们家会员吃到的口感是什么，对，以及好不好吃，我要怎么跟他们形容说，哦，这次的配方是很可怕的，但是很好吃，或者是这次的配方我觉得还好，但是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好吃。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个，对，基础试吃嘛，一定要啊。朱蒂卡最高级的诚意，我们相爱相杀的回馈料理。是不是？你们这么照顾本频道，你们寄出再奇怪的配方，或者是再迷幻的组合，朱蒂卡依旧秉持着我就是要吃过我才寄出去，真的好不好？不要把肚子一起拉。说到这个，朱蒂卡经营频道4年多，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会员因为我的高阶会员料理拉肚子。有拉肚子是谁？不入食欲口大哥，他当天就是没有吃我的高阶会员料理。好，听阿吹他们说拉肚子了，对，因为他没有吃那个囤积料理，很奇怪，然后他就拉肚子了，对，反而是吃囤积料理的这个梅子跟阿吹呢，哦，他们相安无事，所以他们理出了一个理论，哦，这个朱蒂卡的这个囤积料理，不管囤几年都不会拉肚子，你就算可能真的50年好了，搞不好也没机会拉，好不好？应该啦，开始在造谣。真的，那天听说大哥好像不太敢吃，就反而是要拉肚子，他不知道吃了什么哦，不吃我的回馈料理，拉肚子了哈。会试吃啊，我会试吃啊，所以我今天抽到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效果啦，所以我觉得怎么会是我，就这样，对，但是我其实每个月都会吃，只有吃起来很新奇，对，是不是他哇？我也觉得，就是这些配方好像没有一个不好吃的，还是说我们已经练就就是太强大的防御力了，对。他们一群人一起吃，有吃是不是？有吃的没啦？没吃的波士绿口大哥拉爆，怎么回事？对不对？人都过来，等一下，梁董，你为什么家里还有囤？你也在囤？你是不是交了那个没字头的坏朋友？那个没字头坏朋友教你的，对不对？光芋头就不行吗？芋头很棒。好不好？我们的孕育姐妹，我们的私友都愿意为了我出现在转盘上了。你看她多好，多挺我，对不对？没机会，等一下没机会拉，是不是？讲出来不好，这样肯定是。等一下，毕竟我不是5000老师，就是有修过的师傅啊。我这也不晓得那个到底符水怎么来的。而且听说我今天是歌回，是不是？我今天不是，我今天是歌回，我怎么在聊天？你为什么骗我聊天？我今天想好好唱歌的，我就不能好好唱歌吗？怎么回事？我跟你聊这么久，我才发现我今天那个封面是唱歌2个字，对不对？我是用封面扎齐了。完蛋了，我来唱歌一下，我来唱歌一下，等一下，算一种怕拉没拉吗？很棒，心破，这是一个很棒的谐音梗，100分，好不好？匆匆一种带拉。好，一种带拉的概念，可以。我觉得是哥哥的歌，对，而且我们是不是迎来了喵喵桑伊拉塞，喵喵应该是喵喵，我看一下，喵喵你来了吗？我看一下是，欢迎你的降落晨晨，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好开心看到你们，欢迎你们的加入，大家公安，大家好，我是迪卡屯朱基。欢迎你们我这是歌回，但是我的歌回的歌旁边又加了一个哥哥的歌，应该不算是封面诈欺。对，我现在学聪明了，我把那个唱歌的歌旁边加一个哥哥的歌，这是你们的回啊，各位哥们，好不好？是喵喵加入马克先生，喵喵来了，喵喵你要不要吃破坏料理？开始给人家乱问。喵喵，我们现在刚好要就是筹办我们株式会社的算是第3年度的尾牙了吧？对，然后这个礼拜我就要开始咯，168抽，然后我们现在面线门杀红了眼，就是可能帮他们家的兄弟帮抽，还是帮他们另外喜欢的推帮抽都可以，好不好？兄弟们，你们如果想要帮我们可爱的喵喵抽也是可以的，168抽，对，我们就期待我们喵喵可以抽中他喜欢的礼物，因为我跟你们讲，这一次高阶会员料理很多逼鹏鹏都想抽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中有一位樱花系的女神，好吧，这样就爆梗了。我今天早上也问说，
感谢2025年的照顾，对，真的很谢谢这条路遇到你。你愿意来参加本频道的株式会社抽奖吗？抽奖的奖项呢，里面涵盖着就是可能我们的株式会社的一个比较迷幻、比较迫害性的料理，不晓得您能不能接受？可能会抽到这个东西。然后这位樱花系女神直接回我说：“倒不如说我一直很想就是尝试看看请让我抽这样。”我们感谢非常香甜的樱花系女神，说原来是这样子吗？好，那谢谢樱花系女神，我马上帮你把那个表单填上去。谢谢你们，谢谢，太感谢了。对，我们 B 鹏鹏不只是樱花系女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回馈，基本上问过的都说好，我要抽，我看有没有办法抽到迪卡料理非常给面子，你知道吗？对，又笑又快乐，对，非常温暖的那一位，就跟我现在头上和煦的阳光一样，如此的闪烁。谢谢樱花女神，我们相信那一天礼拜五一定会非常和谐、非常和平的进行吧，对吧？好啦，我会唱歌啦，三哥会唱歌啦，九英伊拉塞，说得粉粉吗？对，粉粉的樱花的很美，对。马克狙击手居然狙击到喵喵了吗？也太巧了吧，喵喵，欢迎成为本频道会员，谢谢。马克你很夸张马克先生，天哪！对，天哪，居然狙击到了，对，天哪，就这样，天哪，狙击到了，对，天，你知道吗？所以就这群 people 就我很感谢，就是在这条路上可以遇到啦，就明明一句话他们就愿意过来干嘛的，但是我总是会想太多，就会觉得说我这个东西没有安排好，我的企划书没有写好，就是对他们失礼，所以我就很多的企划我都不敢投给他们，再加上真的时差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抗，对但是你看就是像这么疯狂的这个就是株式料理回馈，真的一句话每个都愿意过来，还很想抽到太棒了。对，我们周五绝对热闹，绝对老的，好不好？刚刚小豆的，这是恁上台迪卡 VTuber 囤足机，咱真正要来唱歌啊，来唱一下，我们真的要唱歌啦，我真的不能封面诈欺，好不好？对，马克先生很强，谢谢你们，谢谢我们唱歌，我们真的来唱歌，对我真的要聊到天荒地老，完蛋了，完蛋。好，来吧。好，谢谢，我又看到了，就是对大家都说好参加。其实我好多没邀请呢，既然这样，我是不是都广邀他们？就是可能名额就1-2个，然后就说你要参加好，就名额就填1-2个也是可以耶。谢谢你们对朱迪卡式的迫害料理这么有兴趣，好不好？先点播开始吗？我觉得呢，这个谢谢梁董的点播。我们这个点播要声线非常 OK 的状况下，我们再来唱。所以我们先用几首歌来暖喉。等到我觉得我的声音非常 OK 的状况下，我们再用最完美的这个音域来呈现我们梁董点播的这个卡架。您觉得如何？各位尊爵不凡的面线们，好不好？对，唱歌了，他哇，可以吗？唱歌了我真的要唱歌了绝对不能封面诈欺。本频道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绝不好笑。为什么我年度尾牙的表单变成了95个？这不科学，这95抽不科学，好怪先关掉好了，太怪了。再看一眼，好可怕！再看一眼变成150抽。再看一眼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还是先不要看好了。就明明95，然后再看一眼，总变150抽了好怪先关掉，再看一眼，靠北300抽。你以为是抽取式面纸吗？300抽这么划算？我的尾牙你们当抽取式面纸在抽，300抽，你们干脆500抽。可以听到现场有啦，要唱歌了啦。歌单上我写鸡米，我鸡米盖列。写鸡到一拉塞，好，谢谢人，谢谢，有啦，薄荷我砸完了啦，哥们，我砸完了，我们不能一直封面假期，状况不好，对原唱比较不礼貌。对，我们这个卡夹的原唱真是很难超越，你知道吗 ？Alan， 您点播了一首非常难度极高，这卡夹的原唱一直是我一直想要超越的一个目标，好不好？我们要把我们的声线维持在最高标的这个状况下，我再来唱这个卡夹。我希望就是这一次也可以超越这个卡夹的原唱，你们觉得如何？
好不好？要用3角码。我觉得会，我只是没有空把其他原创曲加进去，对不起，你们现在好像只能点卡奖，这个是我的锅，我真的是太忙了。林心怡拉下，哎，支持午安午安，对，500抽迪卡用过笔。阿春你坏掉了，没有这种东西。我们这个抽取式面子，像300抽已经很多了，500抽，哇靠，还得了？那个转盘又变成马赛克了吗？说到这个，来，我们这个转盘哦，我们已经压这不是转盘，对不起，它是 tube 对不起，对的，我机密概念。好了，反正你们各位野狐感谢你们的降落反正就是面线跟野狐兄弟们在这个频道也算是个缘分反正这个 Tube 的这个宣传都已经不小心开起来了就不小心我们在2月7号有这个 Tube 在台北的这个演出那个现场票已经抽完了已经卖完了但是我们那个2月7号那个线上票依旧是热烈贩卖中，好不好？你各位兄弟有兴趣在线上看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我们Tube in台北，您的囤足机这类主播是当天的开场嘉宾，好不好？谢谢大家。不是，我不知道给大家看那个肉，不是这个是我们这次募资品回馈满满的肉，满满的肉，卖肉主播卖肉主播朱蒂卡我要给你们看转盘啦，转盘嘞，转盘嘞啦！我不是刚刚已经底加啦，拍谁？来，我们这乍看之下很像 CD 转盘，没有错，毕竟迪卡囤足机已经在去年的12月24号出了一张台语专辑，叫做第二 B。那这个第二 B 呢，直接放上我们这个转盘貌似 CD 非常复古的这个东西如果说你了解什么是 CD 的这个状况代表你已经差不多跟我一样5004岁，快要5005岁了对，好像 CD 好像 CD 转盘，你们就即将在礼拜5出现在这个貌似 CD 转盘的这个这个上面已经我有压力测试过了，有200个名额是没有问题的它最多可以容纳1000个名额，所以尽情的厮杀吧，尽情的相爱相杀吧，谢谢你各位，好不好？好复古CD 耶它真的很像 CD 耶，所以我真的觉得好赞太棒了，越发期待我们这一次相爱相杀的这个株式会社年度尾牙了谢谢你大家，谢谢各位这是什么时候坏？等一下，我先老师，我有要唱歌，我要唱，等我，我做一下聊天室，对，然后今天不是歌会，他们刚刚还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喵喵呢？对，人家说不是歌会在逼他唱歌，没关系，喵喵，我现在唱给他们听，我现在不跟他们聊天，我要处罚他们。我现在唱给他们听，我要帮喵喵报仇，这样可以的，毕竟可是呢，超越原唱女人吗？可以的，好不好？我希望就是每次的卡夹都可以超越这个卡夹的原唱，好不好？各位有4个口也是聪聪可以这样解读是吗？我很坏吗？我觉得我很良善好饿是吗？对我肉卖肉主播，对，纯正猪肉。表面上的歌会，上的打广告吗？一定要的我们的工商服务对于主播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念英文想说什么 ？Tube out 啦，什么 check it out？Oh yeah yo，I'm Dika， 大快跳老师的一秒，不是你各位巴卡，是哪里啊？我就在问过，想看看下面，想看青海关山，check it out yeah！ 天风元帅，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有这首歌，你各位大弟弟们，既然你们都已经选择降落在本频道了，我要唱这首歌献给你各位大弟弟们。好低，一直低。这首歌是这次我们丢比台语专辑很臭的一首歌你们要心里准备接招它非常的电，这首歌基本上已经满足了我就是想要把一个非常有层次感的舞曲做出来的这个梦想，然后没想到就是天蓬元帅完完全全迎合了我想要呈现的这个歌曲，它非常的摇，它摇到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 international。 献给你各位大弟弟们，来，我们真的要唱歌咯。然后唱歌之前呢，救护车好像要经过，我们先让它经过一下。顺便宣传一下本频道在去年底发行的专辑《
就叫做钓味。然后更感谢我们这次募资专案有参与投递的各位，不管是大额小额，帮我们冲到100万募资的你们真的都好棒，衷心感谢，也祝福你有2026年平安顺遂。好，这么漂亮的转盘，对不对 ？CD 是5000岁，对，5000岁才知道 CD。对，水灵宝贝是曲目之一吗？老师是这种答案说 ABC， 对，就是搞不好还要更古早以前的年代 ，AB 嘟嘟 A， 对，没有错。好，志宏，感谢你今天依旧专情，果然没有背到讲好。好，不用啦，我现在还没唱完一首啦。对，嘿，开始直播时间，好，78分了，好，我们要唱第一首歌，谢谢。好啦，这首歌我们真的是也感谢武谦老师跟我们的神巫仙老师的作词呢，真的很臭哦，各位大弟弟们。我现在 Echo 应该有开起来了，然后如果你们还没听过猪猪这张专辑的话，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一听再听哈。等下我准备一下，这首歌其实蛮激烈的耶。再次，对不起，我调一下音量。Come on！ 不通搁后悔，你的反背对我无路可退。咱已经付出这多代价，过去的山盟海誓拢是空话。莫讲别插话，希望你对我较坦白咧。你捌讲过，我是你的世界，安怎样包围的假如会受到你的dam呢？敢讲咱两个真正有遐尼大的差别？疼痛扭扭失去的一切，打要来代天顺手万倍。假托恁爱主，因我今日甲你明因摆迄歌真为爱，是遐尼来 dirty。若你才讲无爱，嘛是无要紧，We just take a party and remember the moment。天堂当作红心上客，和你的山盟海誓讲在怀。天堂当作消灭情花，将我的歌声经生经世。失去控制，袂搁再有机会。若是后世人会搁轮回，伫这个花花世界，咱莫搁相会。哦，我们神奇阿鲁巴老师伊拉塞，献给你各位大弟弟哦。超电，莫讲别插话，希望你对我较坦白咧。你捌讲过，我是你的世界，安怎样包围的假如会受到你的dam呢？落雨的长假只有我一个人是个遭罪。你这就又破了，当心跳的会场内底砸着，已经你恋爱主义，我要甲你白白死，规往迄歌都流白白是遐尼爱尸体。若你才讲无爱，嘛是无要紧 ，We just take a party and remember the moment。天堂当作红心上客，和你的花言巧语讲在间。天堂当作消灭情花，叫我的孤单一个一生一世。天堂当作无搁放飞，身边只剩你一千颗蛋呢。和你分别是我的水月，叫我的半生半世，拢找无人陪。天蓬元帅来自于朱迪卡，
在去年12月24号发行的第二 B 台语专辑里面，其中一首献给你各位滴滴之歌啊，有没有觉得很痛？有没有觉得很臭？我跟你讲，现场所有的来宾，尊爵不凡的面线们、哥们，唯一不痛的只有谁，你知道吗？嘿，他信先生。就只有这位他信先生很像不痛不痒，这首歌刺痛不到他，你知道吗？我当下看到这首歌的歌词，我都觉得哇靠，要不要这么刺啊？但是觉得好好玩哦，来刺一下你们。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位他娃完全不痛不痒，对，因为他实在是不滴滴呢。好啦，各位大弟弟们，对，接受我们的心意吧，对，有你们一默嘛，没事没事啊。帅票一首歌怎么回事？我精明干练，我们接下来应该有机会再帅一次，好不好？我们精明干练，好不好？谢谢大家。盛红也不痛吗？你确定吗？啊，盛红，你确定你不痛吗？你确定吗？好啦，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到底有去哪里低台，但我觉得那是常态啦。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有空可能就是去那边打个招呼，去那边打个招呼啊。对，所以反而很佩服，就是有机会一直待在本频道非常专情的他信先生。对，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都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对，因为如果你们喜欢猪猪这边，我会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们有其他我不在的时间没办法陪你们的时间，有在可能其他主播那边，其实我觉得也是常态。对，就是生而为啊，不要说生而为人，我是一只猪欸，我这样讲好像没什么说服力哦。生而为生物，对，都是需要陪伴的。对对对，好不好？听不懂的人家说就跟着一起摇摆，对，没有关系。明夜，对，你们去看歌词就懂了，知道吗？等一下，不合也不痛，是不是？还是因为听不懂？哦，只要我不痛，痛就其他人。对，就跟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其他人，知道吗？是出低的名。好啦，现在发现扳手变钝了吗？扳手有变钝吗？有吗？有吗？扳手有变成什么钝吗？有吗？那 YT 下班之后都会这种没在用的状况，果真专情，痛不到你，好吧？然后比较容易看到我就这样啊，是诺诺妹妹那边啦，对，好，所以这首歌其实我当下看的会觉得说，哇靠，怎么，哇靠，很凶欸，这首歌。可是我觉得说，哇靠，诱大家一默，很赞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圆满了我想要呈现的有点。你们听这个这么摇的东西，其实我当下在日本出差的时候，我听到的是这首歌的完整版的。当下我在日本的饭店内牛满面。那我在日本出差干嘛呢？啊，不是这个，对不起，我在日本出差干嘛呢？啊，不是这个哦，这是2月9号我会出现哦。等一下，我在日本出差干嘛呢？就是接了 Tube Out， 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忙这个 Tube Out 事情。我这首歌我邮寄那时候的完成版是在日本的那个时候，我们忙完 Tube Out 的一整天工作很累哦，但是那天就刚好就是谢谢公事爸爸。让猪猪可以泡温泉，可以吃草莓，谢谢，就照顾得很好。所以那天我就很放松的在饭店靠在床上，然后就觉得我好想再听一下我们专辑还有没有哪里要收尾，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靠近我们专辑要收尾的12月初，然后这首歌就热腾腾的出现了，然后我就快点想说好，我确认一下。就我听完之后，整个内牛满面呢，真的是内牛满面，因为可能因为对我而言，这些舞曲其实在台湾很像很多人会把它归类成阿志摇头歌嘛，我是听大宝老师讲才知道，他什么阿志什么摇头歌，我从来不会去归类他是什么阿志什么摇头，但是可能在台湾比较常被归类这些东西。但是你们知道吗？我所崇拜的滨崎步，对，就是那位福冈辣妹那位步姐，其实早在10几20年前就在玩这些舞曲了。那当他在玩这些曲风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人比较少愿意主动去接触他在玩的这些东西，因为可能对台湾人而言，果然还是比较喜欢一些比较甜美式的嘛，或者是说比较悲情式的这些东西。对啊，所以这些舞曲在布姐在玩的时候，我那时候听的就觉得好起劲，我就觉得哇好摇好赞。对，可是那个时候就比较没有，就是我是觉得文化的关系啦，台湾这边就比较少粉丝会去追踪布姐在玩的东西。对，所以布姐的歌我也是一路听到现在，她是一个range很广的歌手。所以我那天在饭店，我那时候听完之后，我整个大宝就讲说，你完成了就是一个我想要做的一个布姐舞曲的高度。我那时候真的是
飙泪鼻酸，然后快点跟大宝老师很激动讲说，老师你看这首歌，我就快点丢了一两首丢过去给大宝老师说，你看这个你自己听是不是跟这首歌雷同？这个不解10几20年在玩的东西你做出来了。大宝老师说，哦，这个东西哦，我原本就想这样做啊，只是那个时候跟西瓜老师调整好久，这样说哦，太棒了！因缘际会，反正这张专辑圆了我很多很多的梦，这样子。对，吃草没想到我，对，跟老师告状，对，不愧是这样。假装点错，其实刚刚啊，对，其实刚刚都是广告，没有错啊。聪聪，你知道太多了啊，真的是啊，我商业机密被你知道了啊。对啊，其实布姐在日本还是很红啦，对，还是一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可能对于台湾的粉丝而言，他很像还是停留在可能平成时代的歌姬嘛。但其实布姐在日本是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很代表性，在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的一个算是经典的歌手，对，到现在他的地位还是无法被取代，太屌了，对，所以他的东西我到现在还是一直有在追，所以10几20年前他很敢玩，他很敢拍的那些 MV， 看完都觉得说好前卫，对啊，但是有些东西是台湾人最近才有办法去接受的东西，对，所以布姐她真的走得太前面了，丁爷煮我满面，听到面就会成为真的假的红骨仙草面，我好想吃看看。丁爷，红骨仙草面是什么？我好想吃看看哦。这些日语的，以前编辑部专辑家里有嘛？其实布姐从以前到现在的专辑我都有收。对，你看我是多么的脑粉。不是猪猪说的话，其实人不懂阿志，我也不懂。我也是这次就是在做专辑，然后大宝老师说我们做的才不是什么 international 的布姐舞曲，我们做的是阿志台谣，就是。大宝是故意这样讲，我才去查什么是阿志台谣，我才发现说原来所谓的8+9在听的音乐都会变成什么阿志台谣，我不知道。对，但是台湾人统称这些东西，可是对我而言呢，已经是一个很国际的东西。国际上面在玩的这些东西，在10几20年前他们就在玩了。对，哦，演歌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以前一首都没有听过，但是不记是名字嘛，好羡慕他吧，好年轻。对啊，所以布姐其实以前追她的时候，听她的曲风，听她的音乐，然后在她可能在台湾这边的粉丝比较少，就是算是退追的粉丝比较多的这个状况下，她玩的东西其实是论据更广的。对，所以很多东西我都是在布姐那边听到、吸收到，才觉得说啊，音乐可以玩，还可以玩成这样，还可以玩成那样。对，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听布姐的东西之后，会觉得自己很有世界观啦。自己想，有时候台湾滨崎步可以不要这样吗？我想要采花姐哦。总之，我们这个秋宝影台北哦，我们的2月7号哦，我们那个线上票哦，欢迎大家这个购买起来哦。假借就是感动之名行那个工商之实这样子。好啦，不解经典了，好不好？谢谢你们。好，我工商完了，我们现在进行下一首歌。我们趁着大家都在这边，谢谢你们陪猪猪在这个午后的下午。最近也是很忙，可是我尽可能的就是可以尽情开台就快点开台，1-2个小时也好。然后总之希望可以好好的陪伴大家，因为去年太忙，开台时数很少的状况下，然后今年稍微更改一下，就即使只有1-2个小时，我还是希望可以陪伴大家。来下一首歌，献给大家，这个就是可能台湾人普遍比较喜欢的台式悲歌，来自于我宅的魏妃娘娘。来，猪猪头上的紫是芋头的紫哦，谢谢。不然一点都不浪漫的，这样一点都不悲伤了。献给大家紫。有关是满山的歌梦，山已经看袂着你远去的形影。时间跟你行，留我一个人在这。笑笑的苍穹渐渐红，若亲像过往咱的
红炖烧汤，一声长头鬃轻轻在风中飘散。爱永远做伙，彼当时袂负讲相识。对你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试买。花莲去，若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麦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相见。浅色的天光渐渐红，若亲像彼时咱相守相人，一声人头鬃掉伫旧梦中流芳。对你真歹势，今嘛我已经无机会，因摆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怨嗟。花若离去，亲像咱的感情，过往的回忆，对落水来消失。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就到这为止。少年爱情，恐惊等候世纪，我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今麦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煞不知安怎放弃我长存的心意，心意。亲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麦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咱的zan情已经过千万年，额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今麦看错歌词了啊！不是螃蟹，不是金麦啊，金麦，好想吃啊！不是在哪里我的爱情，我的金麦。袂搁三件，我爱情嘛，我要吃螃蟹，教练，我要吃螃蟹。不是好好的一首歌，怎么就这样子抛掉了？是啊，这不科学。我可以3661生生一条神，我可以，我那个纸就是被盗账号了，不是螃蟹啊，螃蟹我好想吃，不是，我们再一次机会，我应该有机会在这一回合可以摔一下。
杀鸡吼刷表。对不起，我成功把你们抽出了你们的情绪，我也真没想到，奇怪，怎么螃蟹会在那边？就一只螃蟹，对，我被它攻击了，螃蟹。我跟你讲，我们在练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在念金嘛，这个时候嘛，金嘛，然后因为它的音是往上啊，就会金嘛，就会不小心变成金嘛的我，就会变成螃蟹的我，对，但是其实是金嘛。金马的我，就是它有促音，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标注不要螃蟹，对，然后说我就很努力的不要让它变成螃蟹，对，但是不小心我刚开始变螃蟹攻击，我被螃蟹攻击了，对不起。这首歌不会回不去，因为我早就回不去啦，因为这首歌在练的时候，在录的时候，就是我在旁边标注不要变成螃蟹，它就是一首螃蟹之歌呀。巧巧。我精密干练，螃蟹好吃，吃螃蟹去年都没有吃的，对不起，情绪很浓，杀出了一只螃蟹。刚刚那个版本好特别，第一次听到，谢谢，这个是线上特别彩蛋演出版，我们有螃蟹的加入，谢谢。螃蟹的我也很棒，但没有回来过。不是我们接下来这首一定可以很帅，你们相信我，真的啦。我们不要再让螃蟹乱入了。对不起，我情绪有点回不来。等一下，那个螃蟹到底怎么回事？奇怪，明明是一首很悲的歌，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教唱歌的老师有没有中风吗？哦，你说吴昕老师嘛，他习惯了啦，对，他已经中风好多次，就是吴昕老师标注就注这个不要是螃蟹，不要变成螃蟹，对，然后他习惯了。对，他心脏很大颗的。红鲟主角红情猪脚我嘛想要吃看卖啊！对，感谢咱的螃蟹没有赞助播出。好了，对不起啊，我们下一首歌一定可以很帅的啦。我们把他娃整理的表单，我们把他娃整理的表单把它开起来嘛。好热哦！啊，各位尊爵不凡的兄弟们，你们成功的让我又满身大汗了。对，海苔伊拉塞诺丽桑，刚刚那个版本还有人在叫，好悲伤哦。它真的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好，下一首也很悲伤哦。好，我这首应该有机会帅了。虽然说这首歌我把它归类为我们丢比台语专辑里面最难唱的一首。我们把身心灵交给我们的香菜，我们的 NC， 各位兄弟们，感受一下 NC 的苦，感受一下 NC 的悲情，把身心灵全都交给 NC 吧。这首歌真的很难唱，很难唱，真的。我努力的不要再翻车，我努力的再帅一下。可以的，这个起手式应该还蛮稳的，应该的。春草犹剪，冬雪再冷，无了时。你的脚步行头前，看袂着我黯淡的表情。黄昏的红光照雨顶，灶骹的花粉透天顶。有关系的记忆，你爱现水甲行把面，切一半我的情意，搁是我的痴心，酸甜苦咸杂拌到人生。等你去定来问花灯，望你真正了解我的心意，我有影甲一切拢交予
前是遐花戏，空半滚才多年，心线已经走未去。一顿饭吃完，咱就爱相思。我已经有勇气放你离开，这对冰天换地，不愿再一直。缘分意味是最后的滋味。过娘的青光石塘边，饭菜的油芳拖家市，犹原是放袂记你对我的爱惜三明。当你会当了解我的心意，我有影甲一切拢交予你。抽前是遐花戏，空半滚才多年，心线已经走未去。一杯酒饮落，咱就来相思。我已经决定莫甲你拖累，这晚平淡天开，假摆藏伫云顶，又可是无明的暗暝。若未来你搁再回头想起，我想要做你赶来的烟水，微微的香味，将你贴入心，加添你上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请你一定爱照顾你家己。后来天较细哩，唔通搁伤悲。真心就愿是最后的找记。好，后一道料理是盐水红酱猪脚米糕，来上菜哦，小哦，哦，好尾牙，好尾牙哦，小哦。你们在吃尾牙的时候，最近应该还蛮多人开始有尾牙之类的。你们在吃尾牙那个上菜的那个阿姨或者是那个大哥有？来小哦，小哦，这里哦。我就很喜欢听他们讲说小哦，就是哦，这是流水席或者是那个尾牙会出现那个。那种口气，你知道吗？那种亏靠，也很喜欢。有声音拉塞，文字一出真的稳嘛，对不对？小甜宝贝啊，小 T 说的啊都哦，因为我的啊传到深水区了，是不是？所以刚莫需要跟那个接，对，我要提醒你们不要忘记我的精明干练呐，是不是？然后蹦蹦炸弹一拉塞，听着都要饿了吗？真的耶，毕竟我们这张专辑叫做《丢逼》啦，哈，这个《丢逼》里面呢。这个 NC 现在我告好假好假哈，丢逼里面的 NC 很好吃，然后还有什么好吃的？那个囤积料理也蛮好吃的，可是可以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的，就是在那个保存期限内把它吃掉哦。来，接下来我们来唱一下这首歌。奇怪，今天还是有点啪啪啪的声音诶，到底是谁皮在痒，一直这样啪啪啪？好，来
接下来我们来唱唱这首歌。听说毛毛老师制作的这个 NC， 它的灵感来自于灰那里基。对，我是觉得这些老师们很厉害，就是他们灵感归灵感，但是他们可以做出完全截然不同的曲子。对啊，就是隔行如隔山欸。可能就像我之前画图，我就觉得哦，我想参考这位作者，但是我画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是真的是在参考他的可能画风、他的线条或者他上色风格，就觉得好神奇哦，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学霸公众不说结果，他们说哦修，真的啊，修，真的，因为人家就修那嘎起好像也挺好吃。他碗你坏掉了，他们都跟鬼一样所以。果然是隔行如隔山的老师。来，我们来听一下，就是我们 NC 的参考曲《灰那里基》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曲风。好，不知道伴奏会不会太小声哦？真的有点太小声，对不起，我把它转大声一点哦。来，灰那里基哦，灰那里基虽然去，搁开景无共时。摇那路途随不去，搁花已经无共位，分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应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去想变过去。红花无香味，香味也无红杨丝，一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魄交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分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应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去想变过去。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杨丝，一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魄交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
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到予你。世间人漫，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寒冬也会变春天。谢谢大家回应啊，李基。等一下，这首歌太快了，我们那个自动播放歌曲又帮我选了四支妹，对，可能觉得它很符合灰哪里基的氛围。来，我们比较一下灰哪里基跟 NC， 根本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首歌，但是毛毛老师就说他就是参考这个灰哪里基的氛围，做出了 NC 这首歌，哇，才是太神了。OK， 谢谢大家。我们在这一刻迎来了我们崇高的经理人，我们广式烧腊小开，我们的阿印师，我们的阿印经理，最崇高的600块经理人，对，也是本频道最高级会员，好不好？高级什么？他那个6比3200还贵，6比3还贵，而且非常的稀有，对，比3200的人还要再稀有，还要再少，以至于就是变成说本频道都市传说，我们的3200比600块还便宜。阿姨是伊拉塞，阿姨是我们前两天有聊到，就是不会是广式烧腊，我们2代小开，我们广式烧腊已经在台北开了第2间饭店了，好不好？我们是米其林3星主厨，好，写信的心的这个刀法之迷幻之魔幻的，曾经为了朱莉卡的这个立牌7倍裁切。这个7倍裁切那个刀法之利落之漂亮的，我看过一次，每个厨师都自叹不如，好不好？我真的从没看过这么有爱的裁切法，你知道吗？他是照着每个线条这样裁切，他不是随便裁切，超级有爱的裁切，你知道吗？所以还好那天有我们的马克先生，马克小天使在旁边协助，对，我们广印阿印师裁切了一整个晚上，对，我真的看着这，说实在真的很心疼，我很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想到会裁切这么漂亮，所以以至于为什么我这次的立牌我不打算竞标，也不打算裁切，就是我们这不好意思，我们要开出来了哈，我们假借就是那个感谢民意，就是洗那个就是好洗那个尾牙奖品之实，宣传之实。这次在草空间的这个立牌，我就不打算竞标跟裁切了，因为上次阿英斯裁的太漂亮，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对，所以之后啦，我们在想说这一次我们就是这个签名的立牌放在草空间，然后礼拜5的尾牙，如果刚好您有抽到，你有兴趣把它搬走，就去草空间直接搬走就好啊。如果说搬不走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疯狂巡回我们的转盘，看谁有意愿搬走就搬走。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型最大的 3D 闪光棒，对，最大那个 3D 闪光棒，没有其他比它更大了的这个 3D 闪光棒造型的这个朱蒂卡立牌，就是如果您想抽中的话，请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礼拜5株式会社年度尾牙168一抽，好不好？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广式饮茶烧腊小开这个刀法非常的珍贵，那如果下次我们还要委托这个广式饮茶的这个非常迷幻的这个刀工呢，我们可能给予就是裁切的一个委托费用我们可能有机会在我们 4.0 的大型立牌上面再聘请米其林3星还是3C 不知道7属 C 米其林7属 C 广式饮茶烧腊店大厨阿印师再次替我们主持这一次的裁切大会在裁切这个过程中，如果还可以就是道貌岸然的讲干话，说这个猪脚我们可以用在什么样的一个部位的一个料理这个猪肚不是猪肚，我们这个3层肉肚子的部分我们可以用在哪里的这个料理酸辣吧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们这个后颈肉我们这松板猪烤过金价我告胖给胖我们这个道貌岸然的可以讲出这些说明那个专业料理的话，我真的觉得好期待，不愧是我们专业阿音师。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做成精华，讲干话这样。
好了，大概这样。总之，谢谢阿英师去年，好像是去年还前年的7倍才切。对对对，虽然说我的右后腿只值500块，但没有关系。我们阿英师的裁切刀法就不止500块了，我们感谢阿英师，好不好？而且阿英师这次也替我们加码我们尾牙金属化的部分，好不好？感恩阿英师，赞叹阿英师，谢谢阿英师，谢谢你非常利落的刀工爱护者。我们7倍裁切的3.0 Judy 卡，好不好？是好，就像牛妈说的，星辰安安哈。好，当年神前刀工对决，广义有参加的话，是不是永宁刀绝对就是我们阿英师的，是不是？对，我们阿英师真的很会切，他就连我的那个蕾丝也照切多漂亮，你们知道吗？我真的觉得上次7倍裁切你们真的赚到了，就是怎么会有粉丝把这个刀工如此的擅长，真的很赚你们这群面试们，我们经过就是我们阿英师加持的7倍裁切，我们的右后腿不止500块了，直接那个翻倍卖好不好？是不是？就是变成家传之宝。我跟你讲，让他很震惊的说这块部位适合怎么样处理，做什么料理对之类的，摆盘之类的这样。阿英精算分割师这样子，超好笑。其实广义都传说中不止特级厨师了，好不好？是不是？就我们阿英师师背后，他真正的身份，米其林10星厨师。对不起，没有10星，对不起，一直在造谣。他是我们台湾传奇性的厨师，好不好？好，就跟我们怪医秦博士一样，你们知道怪医秦博士就知道说这个年代之复古了，好不好？我们不说怪医黑杰克，我们在那个年代，怪医秦博士，我们广公子的这个名声早有流传，好不好？对，我这是传说级的特级厨师，好不好？好，阿英师你不要不讲话了，阿英师好了，我造谣完了啦，阿英师。好，我们造谣时间结束，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下一首歌，对，下一首歌，谢谢大家。好啦，我造谣完了啦。中华厨协会对阿英加办的，是不是？就连我们那个食神就我们周星驰也要拜他为师，你知道吗？阿英师，阿英师。阿英师好，谢谢你支持本频道，谢谢。下次有机会注意阿英师周介绍你没有错到啊！有些我今天主持人 AK 法国男带学生主持，就说我们阿英师不止5星，他10星，好不好？阿英师你不要逃。好了，我唱歌，我真的唱歌了啦。好了，不造谣了，我不讲干话了，我唱歌，我今天真的要唱歌。来，咱的10姊妹。他都点播了10姊妹要我唱，那刚好我最近也在练一些就是比较适合于10姊妹的唱腔。既然你要我唱10姊妹，我就唱，好不好？我们自动点播君，他指定我唱10姊妹，我只能唱。好，就这样，我们要唱10姊妹。好了，我造谣完了，阿英师你回来。阿巴熊为什么还要被制裁？我觉得我的蛋糕已经被制裁定了，为什么还要被制裁？而且我现在皮的是阿英师，阿英师制裁不了我，咬我啊！阿英师，你看他就是这么和气，他就是这么的善良和善，他制裁不了我。阿英师，你咬我啊！抱歉，最近很常被盗账号，真是的，怎么回事？10姊妹吐好了，我会顾好。对，其实本频道有很多主厨级男神像是我们不止阿英师，是我们广式饮茶烧腊2代小开之外，我们聊天室真的是烧腊店小开，我们丁爷真的也是烧腊店2代小开人夫们，好，我们阿英师可能不是人夫，对，但是我们丁爷人夫他是在嘉义，是我们水上广式烧腊2代小开，你们真的可以去水上搜寻广东烧腊，对吧？丁爷可以去捧场一下，我们丁爷其实对频道很支持，而且去年还有加码生日自己送肉肉，好不好？丁爷谢谢你的照顾，好，祝您2026一路发，好不好？好，我们这非常多人夫级的主厨，好不好？对，皮皮猪，脆皮烤猪小小的广老跟谁混吗？完蛋了，好，我知道广老跟谁混。我知道，我一清二楚，所以我现在只好唱歌了。我只要唱歌就没事了，对吧？
我砰，我读，我现在就来读，我现在就读。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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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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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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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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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哦，说唱就唱，精明干练。君の中にある赤と青き線、それらが結ばれるのは真の像。風の中でも負けないような声で届ける言葉を今を育ててる。時は枕木、風は新潟、星は産砂、人はガゲロ。なんで泣いてるのと聞かれ答えれる。涙なんかじゃ僕らで得たことの意味にはまるで追いつかないこの身一つじゃ足りない叫び。君の手に触れた時にだけ震えた心があったよ。意味をいくつ超えれば僕らはたどりつけるのかな。愚かさでいい、醜さでいい、正しさのその先で君と手を取りたい。哦，好怀念哦，这首歌。思い出せない大切な記憶、言葉にならないここにある想い。もしかしたらそれだけでこの心はできてる。もしかしたら君に気づいてと今もその胸を打ち鳴らす。なんで泣いてるのと聞かれ答えれる。涙なんかじゃ僕らで得たことの意味にはまるで追いつかないこの身一つじゃ足りない叫び。君の手に触れた時にだけ震えた心があったよ。意味をいくつ超えれば僕らはたどりつけるのかな。愚かさでいい、醜さでいい、正しさのその先で君と生きてきたい。狮子们，对手，好，谢谢大家，又是一首让我很怀念的歌曲。哎，为什么猫系要出现？每次唱这首歌，我们这个隐性的猫系一定会出现。本频道就是非常迷样的猫系，就跟小小兵一样，无限增生的猫系一定会出现呢。我现在只装到初号机，哦，就是我们的大学姐呢，对。其他颜色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呢？对，我们嘉义水上广东讨鸭庄，我们现在就可以即刻搜寻，好不好？我们丁爷他们家的肉真正好吃。他说阿姨是在那种饭店门口的，我不能进去吃阿姨师的广式烧腊吗？
我想吃也吃不到吗？今年5月可以加码是啊！天哪，我们这样子的话，连续被加码3年嘞！天哪，我真的觉得我们神厨级的男神们，让我们这个频道有得吃有得拿真的是就好的缘分呐！真的就感谢都来，好不？感谢你的支持，谢谢你们，第一个。我觉得好开心，今天可以让大家有得吃有得拿，然后冰心伊拉塞，然后科罗哈桑伊拉塞，然后大家其实都是摩西吗？对，你摩西，我摩西，大家都是摩西。欧林先生伊拉塞，欢迎来到摩西聚集地。不要问我什么是摩西，不要问，很可怕。好啦，我们现在喉咙状况感觉已经可以拿出最高诚意，我们再把卡甲这首歌唱过去，您觉得如何？卡甲这首歌是我一辈子打算超越的志向。我每一次唱卡甲都希望可以超越卡甲的原唱。你们觉得这一次我也有机会超越这个卡甲的原唱吗？请举牌啊，不是，这里没有牌子可以给你们举，请举脚。好不好？我们来卡甲。我在你们面前如此爱讲干话，但是我私底下真的不是这样，你们相信我。我私底下非常精明干练，非常沉稳。所以压力山大的时候，上来跟你们讲个干话，然后又是又真的元气满满，又是一条好汉去忙自己的私生活，你知道吗？讲干话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跟你各位尊爵不凡的会员们的熟男们在聊天室讲干话一样。讲完干话又是一条好汉，去当社畜，去骂员工之类的。毛鞋不是很有穿颜色的。默默跟台你很懂默默跟台你其中一只猫喜吧，这是我们的那泛黄面线才知道的梗，默默跟台竟然知道吴谦老师，我们的初遇，是的，吴谦老师，谢谢。爸爸熊，你才碰你全家都碰，你明明已经被我们那个随机的显示图呛回去了，不是吗？原唱吃 CD 长大的，没有错，这个原唱实在太难超越了，所以我们这次感谢我们梁董点播的这个卡架。好，我们现在喉咙状况应该是，我们不要说100%，我们大概87%算 OK， 我们可以唱看看了，好不好？来，刚安呢，来，我们来试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声线，我们来超越卡甲原唱啊！诺，你觉得姐姐这一次可以超越卡甲的原唱吗？这个这么高端的印度式转音，诺姐姐不是，对不起。你干嘛打崩？你打崩姐姐整个就乱掉了。是诺妹妹，你觉得姐姐今天这个卡甲会碰吗？我觉得我一定稳，我非常的稳，你说是吗？不对，诺，我觉得你这个起手式你是被谁盗账号了？诺，你没有被盗账号对吧？诺，我精明干练，我们诺都来见证我的精明干练了。对，想嘻嘻唧唧来。我们在诺相信姐姐的这个康脏，我们来展开什么？展开我们的卡甲，展开吧，附身合体，不是，对不起。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结束的香味，不是跟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跟我拄着伊。家庭内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空啊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可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只在眠梦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什么，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存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想。稳稳的哦，绝对稳。
这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故是共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假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原来情感有伤，只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我会改变什么，只要还在我的气味存在，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梦境。乌啦啦，乌啦啦。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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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啦呀哈！哈！谢谢。等一下，我们要重复，没有，不是没有再一次，我忘记关掉了，不好意思。刚我几把分。刚安呢？谢谢诺诺，你是不是被盗账号了？你绝对是被盗账号了！你今天的起手式绝对是被某个大佬威胁，是架在你脖子上的那把刀拿掉。你怎么可能打金盟干练？你是被谁盗账号？诺诺啊，开心吗？听说你的名字已经出现在猪猪姐姐礼拜五的尾牙转盘上面了，有10次哎，开心吗？亲爱的诺诺，姐姐很爱你，面线哥哥更爱你哦。有个出半年之后才敢随时，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觉得说自己做的词很害羞吗？哦，好像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吴声老师也会，他就是现在我会唱专辑的歌的这个状况，他有时候也会感觉他会害羞，然后就回避掉。请问老师们，你们也是这样子吗？就是我自己可能身为出一张嘴的这只猪好了，哇，我必须强迫我就是看我每天的直播，可能抓一下节奏，或者是当下那个观众多皮之类的，就会稍微反复看一下自己直播节奏，就是不得不看，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就是还是得要做功课。对，其实真的会有点那种会耶会害羞耶，你们应该了解那种感觉。睡不了2秒，有，我刚刚睡至少2分钟啊！乌啦啦乌啦呀哈，乌啦啦乌啦乌啦呀哈！我今天就不想睡到底，怎样咬我啊？真的很诚恳，他那个是诚恳的被盗账号啊！原来真的还是会尬，难怪，因为吴昕老师他也会觉得尬尬的，所以他有些歌他会回避掉。真的会很尬，是不是？我觉得我身为唱歌的，我会去听我唱的好不好，但是我会觉得这些词很棒，然后但是这些作词老师们反而是会看到词觉得听到词很尬，原来是这样，好神奇哦。好，不管怎样，对我而言它不是很尬的东西，它是很完美的东西。对，这张专辑的大家，你们的肝脏都很完美，你们现在出了你们完美的肝脏撒撒给哟，撒撒给哟，扛走撒撒给哟，哦耶！不是你的作品，我想分享担心哪里不好的尴尬。对，的确是呢。
好，我在想说，如果今天我可能并不是身为一个 VTuber，我只是莫名其妙突然开台了，我可能也不太会去看我的直播回放，因为好尬。是不是波西米亚老师？那生而为可能作词作曲老师会这样子一个状况下，那可能在创作小说的老师也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很像图文方面的老师们，很像都会这样。波西米亚老师应该也会，听自己唱歌好像也会，我会，可是没办法，因为可能我必须要反复去听我到底哪里唱不好。但是很多状况就是我愿意听，我也愿意去听回放，然后很多状况就是我听了我听不出来到底哪里要改，所以我这个状况通常都会去烦那个可能毛毛老师或者是大宝老师，你跟我讲一下我到底哪里要怎么唱所以通常就是唱歌的建议都是由他们来跟我讲，因为我很耳包，我听不出来，超耳盲的。每个人对自己作品有点尴尬，就说是，可是我觉得我已经跨过了那一层尴尬了，对，因为还有再更尴尬的吗？对，就是必须要跨过这一层尴尬，才有办法做一个圆满的进步吗？好难懂哦。算了，我觉得我的大脑好像不太适合探讨这么难懂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稍微来放空一下自己大脑好了。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头脑简单的猪，不然我们就来就是享受一下那个又大又晃的那个七属 C，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金币奖首度露出的那个3D 神官帽造型的这个75 C， 我们那个又大又晃的那个3D 神官帽的那场表演，不晓得你各位看过了没有？好吧，我们这个75 C 金奖就水亏完全不用动脑，爽唱就好了。欢迎各位尊爵不凡的观众们，我们有这个缘分在这个下午见面实在是非常的有缘。那不如我们来稍微75 C 一下，如果你没听过，请你一定要好好的从头听到尾。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谢谢。朱迪卡最喜欢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是个介绍词好了，没听过就听就对啦。伊是孤军，你听看卖就对啦。伊是孤松，你听看卖就对啦。75 C。花下催泪水开啦咿哟 Come on 水开啦嘟嘟嘟嘟嘟自梦甲路港到浮城这汤苏海天下我来打人生百变要紧你英雄将来不分出身我的嘴家真好味你倒位来搁想要甲我比求天下你一阵马祖拢甲我设定写一篇75 C 讲讲世界伊声紧唱看台搁讲剑来无啥通甲我总爱红顶红颜千军万马虽然怎样总来战我袂停来，恁拢来自台北、高雄到玉山，这片海看地盘，我来正，人生千年观音 ，It's me， 女神将来不分出身，心肝搁加好意，你倒位来搁想要甲我骗，古细也来说说天地会甲我做阵，写一篇75 C。讲讲世界，伊声紧唱看台，搁讲剑来无啥通甲我总爱红顶红颜，千军万马虽然怎样总来战我袂停。世间你乱讲，因甲等待往后正常无人来令我心内千大你家，搁一句你，我就是你爱的阿古罗代币。你们的声音好棒哦，兄弟们！风沙起势海为家，脚踏昆仑送兵救掌声，救掌声。东古世态，伊声轻巧看台，高讲剑来无啥通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
困嘛要，虽然怎样总来战我袂停。东哥说台，医生警察看台，都讲叫来无啥，通通我总来千百年间都依不你。我就是你爱的阿布罗代基，我就是你爱的阿布罗代基。哎哎哎，水鬼啦！讲啥？得啦，技术 C 啊，真正就水亏哎！谢谢大家。唱完这首歌好想摘花，好想尿尿，不知道为什么。谢谢大佬们的声音，你们当初在录音室痛并快乐着的那个表情，我现在还记得哦，救命救命！技术 C 真的是爽歌哎，哦，很怕你们觉得不好，其实我也会耶，我每次在唱歌都觉得说我会不会唱得不好听，大概一样的感觉吧。但是我还是得要下播之后就反复听我到底唱得好不好听，可是听不出来，我真的超耳包，我对这种东西真的超耳包。对啊，就像他妈讲的很赞，是不是？福利熊就这样子状况下，我每天都被说烹，这样我都不晓得说我到底哪里烹了。就说哦，反正都这么烹了嘛，今天一定没有那么烹。他们开玩笑的没有这么烹，一定就精明干练。对，选择性相信，你知道吗？怀特比格，谢谢。我刚刚是自己乱取的那个宠物名字呗。我懂，而且就会一阵头皮发麻，就是粉丝或观众他们会觉得很开心，就说哦，我看到老师了，我想分享里面的剧情，然后就是哦，老师来了，那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心得，然后说哦，老师啊，你那个小白，这小白他当时跳上那个国强的肩膀上的那个当下，我好感动，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小白国强，懂，超懂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哦，是，然后大佬先生在呢，摘花尿尿不是鼻子尿尿，鼻子要怎么尿尿？你们都用鼻子尿尿吗？果然大佬的方式我不懂。哦，尤娜讲一大赛，就是在说头好头想不起来吧？啊，就是那个盛虹也是好像被抓进去，然后他像头很痛，他像选择性失忆哈。无糖豆浆好喝吗？哦，第一次来看，结果啊，超级热闹的吗？谢谢你无糖豆浆，你非常的健康，你非常的就是需要那个重训族群可能会你会被掠夺，你要小心哦。像我每次重训完，我都会来杯无糖豆浆。你是一个高优质蛋白的存在，你很棒。谢谢默默跟台。其实很多台词也会真的，不管是啊配音员老师也是同样的道理，真的。投票啊，投票什么东西？哎，什么东西？我错过了什么？哎，投票什么东西？投票什么？哈，然后投票我精明概念是不是？啊，我绝对是精明概念胜出啦。就是真的鼻孔尿尿，水灵宝贝说鼻水是一种鼻子尿尿，你们好奇怪哦。在夜一拉下来欢迎偷看，什么这边很棒，这边精明概念，我开始选择性失忆。其实我跟你们讲，选择性失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特别是你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投票啊，来苏阳，来。哎，等一下，我在投票，我可以选我的贴图精明干练吗？这样不行吗？猪猪，我跟你讲，绝对是不分上下。我跟你讲，今天要我投票，我没得跟你狗戏啥，没得好小，说投就投，来，绝对让你们选不出来。来，苏雅。来，绝对让你们难以取舍，一手无法掌握的女人朱蒂卡。我真是天才。绝对让你们一手无法掌握，绝对让你们无法想象。来，我们现在开启了我们的投票，绝对让你们一手无法掌握。哦，以前写小说才不敢看，是不是？会，真的会这样子。来，我成为了一个你们一手无法掌握的七属 C， 好不好？我没有黑箱，我到底哪里要怎么黑箱？你们绝对很难以取舍，对不对？绝对很难以取舍。
我绝对有选项。你看，真的是不分上下，我就说像50%了，而且还非常纠结，非常的拉扯。对，我就看你们到底要怎么选。水灵宝贝玩文字游戏，阿姨姐你一定也被盗账号了？没有，金盟干练这个选项。对，我投票的主人，好不好？绝对让你们难以取舍，对不对？好，在这难以取舍的当下，我们来开启我们下一首歌，让你们如此难以取舍，好不好？在这么难以取舍的状况下，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好，就是这首歌了，绝对非常适合现在的这个氛围，绝对让你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言。于是我们下一首歌决定为各位带来无言花，谢谢。好烂的引言跟前言哦，二姐应该会觉得黑人问号。我觉得会让你们非常无言。下一首无言花，谢谢。其实它是一首很美好的歌啦，献给大家。等一下再摘。先让我唱完这首歌。今夜冷风送雨来陪伴，灯火照影人孤单，寂寞的滋味透心肠，不知当时天才会光。你我哪会这无言？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言花，点点来开，点点水，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意味。你敢有听见花声啦落大破碎，是啥人的心肝？你敢有听见花声啦落大破碎，是啥人的心肝？谢谢各位不是观察，对不起。谢谢各位关心我的膀胱，它还健在，它还安详，不用担心，我们可以撑完这首歌。观察我的膀胱是什么？谢谢各位关怀我的膀胱，它还很硬朗，谢谢。你我哪会这无言？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言花，点点来开，点点水，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意味。你敢有听见花声啦落大破碎，是啥人的心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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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我真的要去摘花了啊！不是，我现在没有要唱这首，先让我摘完花嘛，不要这样子。我们自动播放君最近真的是很不受控制，野兽的兽，他都直接不管我的感受，直接说来就来，你们知道吗？怎么可以这么瘦？总之呢，一个都不准走，走了你就是兽。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势比超看待，刀光剑来的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脾之绝比之情感真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陪搁在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拖输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卡囤足机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势比超看待，刀光剑来的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
动播放君，对，来都来了，那不如就唱吧。没办法，最近自动播放君真的很不受控哦。来，欢迎大家回到朱迪卡频道。对，如果你想变成兽，尽管走，开始请了这样子。你想变成兽，尽管走。好了，我回来了，谢谢大家给我一个膀胱解放的时间。除膀胱真的有人吃叫小肚，是不是？有听说。吃麻油腰花，是不是？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目前投票来到了就是精明干莲烹45%，我们烹的精明干莲55%，这两个究竟有什么的不一样呢？第一个选项就是再怎么精明干莲一样烹，第二个是再怎么烹也是精明干莲，所以选第一个表示迪卡再怎么精明干莲还是很烹，但是呢，塔西卡西，但是嘞，各位，我们第二个选项胜出哦，也就是说大家比较重视的是我的精明干练哦，谢谢大家。我的水壶有啦，我又拿回来。哇，真的是古董级的粉丝耶，都知道我水壶事件。我回来了。好啦，自动播放君来都来了，那就来都来了。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我们来看一下，朱迪卡是有一阵子没唱这首歌了。好。之前啊，这首歌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有感，但是我觉得跟着面线一起跨过了很多很多事情，现在这首歌可以云淡风轻的去再次去诠释它了。阿普罗代替那个希腊爱神吗？没有错，就是我们是故意的，所以你听得出来是阿普罗代替哦。就是那个屯哥最喜欢的那个《圣斗士星矢》的那个双鱼座啊，我们屯哥都自称他是最坚信神的男人啊。我哥真的很烦，很多那种仔仔梗都是他教我的，你知道吗？就不得不变成了一个宅女，耳濡目染，因为哥哥。谢谢，对，而且他这位好像摩西就不是，他是。摩西辛吗？我以为他是摩西的另外一位，就不是摩西，是摩西吗？就一个烹字就解释权不归主管，怎么可以这样？反正那个烹就跟你已经死了一样，假的。开始想硬凹，不知道怎么硬凹，还硬凹到非常有年代感的梗，这样。好啦，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我们好久没有来唱了，我们来诠释一下这首歌，中岛美嘉很经典的代表歌曲，无法超越的一首歌，就只有他能唱，来吧。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海猫が桟橋で泣いたから波の間に間に浮かんで消える過去も随伴で飛んでゆけ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誕生日にアンズの花が咲いたから波の間に間に熱したら虫の死骸と土になれるかなそのめちゃ对不起赤目虚構の塔台錆びたアーチ橋捨てた自転車木造の駅のストーブの前でどこにも旅立てない心今日はまるで昨日みたいだ明日も帰るならきゃ変えなきゃ分かってるけれど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
心が空っぽになったから乱されないと泣いてきるのはきっと乱されたいと願うから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靴紐がほどけたから結び直すのは苦手なんだよ人とのつながりもまだしっかり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少年が僕を見つめていたからベッドの上で土下座してるよあの日の僕にごめんなさいとパソコンの薄明かり上階の部屋の生活音インターホンのチャイムの音耳をうさくるトリガの少年見えない敵と戦ってる人情人間のドンキホーテゴールはどうせ醜いものさ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冷たい人と言われたから愛されないと泣いてきるのは人のぬくもりをしてしまったから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あなたが綺麗に笑うから死ぬことばかり考えてしまうのはきっと生きることに真面目すぎるから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まだあなたに出会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生まれた世界を少し好きになったよ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生きてる世界に少し期待するよ谢谢大家。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对，这首歌在猪猪很像，我唱过这首歌了，等一下你可以不要自动播放吗？Oh no， 我讲到一半，我刚刚讲什么？
对，这首歌在猪猪很低潮的那个时候有分享给面线们诶。对啊，这首歌其实陪伴了我很重要的一段时间，超级低潮期的时候，对，然后这样想起来，哇，都过去了，还好有你们。对啊，所以我觉得人生其实际遇百百种啦，就像这首歌一样，会觉得可能已经到谷底了，可是再稍微的努力一下，很像一下子就没事了，就自己的努力比想象中的还要再重要，自己的努力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再有力哦。对，所以总之这首歌献给感觉现在度过了低潮期，或者是觉得自己度不过了，然后相信自己吧。对啊，我觉得很多人生的际遇都不会是白费啊。人生は無駄じゃないわ。好了，無駄じゃないよね。人生不会是白费啦。即使你现在要经历的是非常非常你觉得已经没有办法超越的低潮期，但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啦，关关难过关关过吼，一定会跨越过去的。对啊，好，谢谢大家，在很安详的这个气氛，我们结束这回合。哎呦，我要快点来！完蛋，我被追杀了！我快来拍一些东西，拍一些东西给我的蜜婆婆。我又被追杀了。对，好，我快点结束这回合。我要快点结束这回合，然后快点去拍个东西，去给我们敬爱的 V 婆婆，顺便去收集一下接下来还想要被我们尾牙迫害的各位相挺的 V 婆婆们，谢谢你们大家，哦耶！诸事会社归给呢，我们的尾牙即将在这礼拜五，嘿，不是今礼拜五，这礼拜五，这个礼拜五，轰动97，无伊无97，伊只是归给轰动97的是啥货呢？是这，咱这个调味台语专辑已经伫咧12月24号，轰动97，真正是97咧，吼，我们那个 Spotify， 咱的什么 YouTube。Apple Music 都会当听啊，还是咱接生让它生都可以。我们的各大串流平台都已经上架了，好不好？我们数位版专辑发行，紧邻着我们今年都有很多的重要的奖项，希望可以有好成绩。那么实体版什么时候会让大家可以预购的这个状况下，请大家可以引颈期盼一下，因为我们的实体版是会采用很下趴的装帧，对。所以没有意外的话，在今年的4、5月就可以让大家有机会收到了，应该啦 ，maybe 啦，对，大概是，或者要不然就是可能4、5月就是可能会公开，就是我们装帧的一些内容，对，总之就是我们4、5月一定有机会让大家预购，好不好？然后在我们这次 DOB 专辑的这个募资活动里面，已经有投入我们的专辑套组。我们一定是会尊爵不凡的，用邮寄的方式献到您府上，好不好？好，对，礼拜五谢谢猪鼓励吗？谢谢，也谢谢你不生气，如果有鼓励到你们就好了。不大家爱，对，人生不是猪，猪让我来做就好了。就是关心你开始练台语了吗？啊，真的吗，小狐狸？哎呦，是你不可以养啊！哎呦，谢谢你们大家，都不生气的话。我们株式会社1年1度的尾牙1681抽，详细办法有在我们的置顶连结。对，因为本频道有很多非常尊爵不凡的熟男们，不是大老板就是大委员、狮子会、什么主委、什么那个议员啊，不要开始造谣。好了，总之他们很忙啦，可能礼拜五没有办法好好的参加完全程，但是他们可以先行投递呢，先行抽热，或者是他们想要疼爱的，不管是推还是他们想要迫害的这些观众们，都可以已经先行填单起来哈。记得你们1681抽哈，准备帮你发。那不管你们要几抽，记得你们抖内完一定要填单，要不然这是朱蒂卡没有办法从那个抖内的系统一个一个算。我是怎么算的嘞？我是从表单变成 Excel 档，然后再复制贴上，非常的土法炼钢。那复制贴上的状况会变成什么样呢？这个 Triple R 怎么又出现了啊？真伤脑筋。这个 Triple R 呢，总之2月7号我们会轰动97
轰动举办在咱台北咯。我们在台北会有举办奥运台北，在2月7号，我们线上票目前还有，欢迎大家可以抢购一下。然后，好，这个猪肉毛毯你们现在买不到了，咬我啊！这是我们这次其中一样募资商品，我只想跟大家讲说，你们眼光很好，像天气很冷，你们随时可以变成猪肉卷，谢谢，好不好？连我自己都用得非常的开心，好不好？对，然后呢，好，这个立牌呢，再次宣传我们。本次尾牙其中一个奖项非常的巨大要是抽中你们要自己去草空间拿它搬回来哦。然后我的 CD 转盘去哪里了？在家啦。来，我们尾牙当天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很像 CD， 对不对？我在想说，我们实体专辑会不会真的有这样的一个 CD？ 好像总之它是转盘它是我们尾牙这次抽奖转盘，那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你各位大佬的爱心，或者你各位大佬本人的名字都在上面目前已经它可以容纳1000个啦，欢迎大家继续加码上去目前这个上面数量是200个，对，想要抽的想要碰碰运气的或者是用健康的金流支持朱迪卡频道的，都欢迎参加我们1年1度盛大的尾牙，好不好？每天上班都会听嘛，非常赞，谢谢你们的支持。我祝生关代表祝生牛牛大推荐，不对，没放大声不能走起跳1个小时，1个小时起跳。是小飘飘，小飘飘一大赛，小飘飘，谢谢去年跟我们小妮妮姐姐一起。非常支持相挺我们本频道，然后促成我们的募资计划可以大成功，都真的非常谢谢各位大德的恩赐。好，我们也要迎来礼拜5 1年1度的株式会社尾牙了，168一抽，欢迎大家可以玩起来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然后我好像有点搞懂，就是我们福利熊说的了，他说好像目前已经确定是182了，怎么会这么快？我的旗今天就要被拔了吗？福利熊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而且很夸张我昨天只是想说冷姐到稍微，然后福利熊就已经，我们差不多处理好势啊，那呢啦，要神啦，那有可能的啊，真正是无可能，但是已经发生了，后悔已经被负了。现在填单的我看一下，好像填单的目前来到95抽，对，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没填单的，这个我不知道。それが申し訳なくて，对，总之我们现在才95，对我们很稳，非常的稳，对。至于这个朱迪卡是否真的要在今年迎来那个很可怕的什么3色豆、什么葡萄干、什么凤梨蛋糕，现在还没成定局，对，依旧非常的稳，谢谢，稳如泰山朱迪卡，葱肉卷很好吃啊，对，拿去烤超好吃的，对不对？你各位收到了我们的肉卷毛毯，欢迎你各位成为肉卷吧，欢迎各位成为它并超越它。我在讲什么？这边好像没票了吗？连线上都没票了吗？呀，婆家出去了，线上票也没了啊！两位林景家，非常的捧场，我们连线上票都没了，好不好？恭喜刚温刚下，好不好？猪猪生而为这次开场嘉宾，真的非常的荣幸，也感谢公事爸爸让我吃好睡好。哦耶，还有温泉可以泡感觉我猪猪很勇，我超勇的好不好？猫薄荷，但是在懂那个点。等一下，不是你直接拔太快了，等一下哪有人？不对，泡泡熊都是直接拔了。等一下，我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哪有直接拔的？我在想，等一下不对，泡泡熊都是直接拔的，怎么这样啊？完蛋了，我还有挣扎的余地吗 ？DC 会有叫声吗？文字叫声一定会有的，怎么会没有呢？怎么可能没有？好，我已经知道我那一颗非常盛大的惊恐蛋糕我要怎么做了，我早就想好了，吃播也开给你们，惨叫声也给你们，诚意十足了吧？是线上应该是无限哦，线上是无限是不是？我以为因为线下的票在很早之前就没了，但是线上的话基本上好像一直有在卖吧？对，有期就把。我非常有自信，默默跟台，我哪一天没自信了？我每天都被我自己美醒，被我自己精明干练醒，怎么可以没自信？对不对？线上无限供应，是不是？好哦。
我以为线上好像是有什么基本什么保底票什么之类吗？好，谢谢大家。我们在这么友情、这么和平的这个氛围之下，或许 maybe 我真的要迎来我那一颗非常惊悚的蛋糕。但是呢，在我们福利熊还没全部拔起之前呢，我还是稳如泰山朱棣卡。谢谢大家，非常稳，好不好？才是。我太小看你们了，是不是？才12道彩虹，怎么回事？我真的是，好吧，才12道彩虹，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年终奖金的你们，对不起，实在是太瞧不起你们了。对，才12道彩虹，你们真的觉得不爽快？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加码，214抽对你们而言实在太屈辱了，你们可以变成412抽，谢谢，好不好？对，欢迎无限加码上去，总之抽起来，好不好？快乐痛并快乐着吧，你各位。我们214不过瘾，我们124等着你，好不好？哦，很棒的一个标语，好不好？我们214绝对不过瘾，我们412等着你各位，哦，共襄盛举。期待不好意思，不要抽奖。好啦，看样子我的惊悚蛋糕一定做得又惊悚又漂亮，信不信？以我的厨娘魂，是不是？我们今年频道又可以迎来一颗非常惊悚又非常代表性的蛋糕，好不好？好可怕哦！我大概知道怎么做了，它真的非常可怕，非常的。拔都给你们拔，都拔，拔都拔。我现在要去找我们可以降落的脑波取暖了。你们好奇怪哦，有奇就想拔。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有倒一个水某咧开台咧，证明的开台大神王山顶尴尬咯。我这摆水水的水某，倒一个咧开台的咧，咱开台的水某是倒一个咧？我们的阿光是要开台了，还是还没开啊？我们的阿光，我看一下阿光是现在要开还是？等一下哦，我们阿光正要开吗？还是正在开？正在开是不是？太棒了！阿光有在开台吗？哦，还没开啦！对不起，我按到昨天的直播了，救命！还没开。好，我换下一位，下面一位，不好意思，我搞错了，阿光，对不起。那我们就去找我去找我们艳遇姐妹哦，感谢支持尾牙哦，我们祝福我们艳遇姐妹真的有机会抽到芋头哦，我们刚好，我们这个青花椒芋头塔是不是跟我们艳遇姐妹有这个缘分呢？哦，好期待哦，怎么玩弄猪猪啊？哦，谢谢你们，什么好玩的啦，好可怕哦。下班了好像好稳，我很稳，我鸡皮疙瘩稳。对，下面一位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不是深蹲之前，我在讲什么？不是深蹲之前，我们在下播之前，我们结束我们本次不是为什么鸡皮疙瘩棚现在反而赢了？刚刚不是鸡皮疙瘩棚是第2名吗？你们怎么可以跑票？一定有人跑票！鸡皮疙瘩棚刚刚明明不是第1名的，一定有人跑票了啊！完蛋了！这个操盘手绝对不是我的友军。阿光有开吗？阿光有在开吗？阿光？我怎么没看到阿光在开？等一下，阿光有在开？阿光有在开？我说的不是光哥我说的是我们可爱的云细光女士。云细光女士是什么？我刚以为她要开了，结果好像是晚上的，所以我们敬爱的云细光女士现在应该不是在线上吧？我应该没有看错吧？真的说差120什么东西啦？好，没关系，我们已经锁定了我们艳遇姐妹了，我们就过去
跟他好好的线上祝福他有机会可以抽中我们这次的芋头回馈品哦！哦耶！啊，没有错，我们光公主没有错。原本想说很难得这个时间看到她啊，结果果然还是时差好朋友啊！我精明干练啦！精明干练碰，即使胜了又怎样？我们碰的精明干练，到底精明干练碰跟碰的精明干练，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选项呢？我跟你讲，都不是。唯一支持精明干练，谢谢。我们本频道只唯一支持精明干练哦，谢谢。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シルさんの枠に到着で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締めてください。啊，一家幸福啊！我们来找我们艳遇好姐妹，跟她诉说，我真的好想好好的回馈她我们的芋头回馈品，好不好？拜拜，诺诺也拜拜，祝福你礼拜五抽中大奖哦，啾咪啾咪，啊呵。好啦，大家拜拜。明天可能会忙一些尾牙的一些场布。哎，对，讲的跟那个线下一样呢，明明是线上，场布也很重要的哦。好，礼拜五就迎来我们正式尾牙喽，高温刚啥，罗啦哈。